我今日起庙啊吼，今日起庙啊吼。倒一摆毋是要起庙啊？前2届拢毋是咧起庙。哈？你笑有啥？咧去，哎，恁伫倒位啊？哦，恁伫遮。大家好。大家晚哦。就今日下晡吼，阮已经甲迄个就地有种过啊，对，是有种过啊，每趟搁争取共哦。大家出港哦。即摆搁有另外一个桶哦，大家敢会使看到？就另外有一个今日有另外一个陈如新，你自我小解者。大家好，我是如新。哦，这是喷桶，这是喷桶，就我特别为你吹。什么意思啊？你大家使看到，看我这边就会使看到2个桶，今日是含另外2个桶来起庙吼。暗时啊，请假慢，请假慢，请假慢。安那会无饭通好食？大家妈，冠心要死啊！我遮有行价啊，你等下。哦，好，来，感谢。大家若是看到迄个，嘿。要安怎等互你？会使安尼。一 Q 一 Q。一 Q。你后壁有迄个。啊。救命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来处理。死啊！你死啊！我哪会死伫即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啊？哈？我无眠床，敢有人拆过眠床？头都有所谓啊！而且我无听，我无听。小等陈如新。头都有所谓啊！马铃薯安安。我家己咧。哦，马铃薯安安。姐阿曼，大家阿曼。我遮有一个人新朋友对无？叫早安早，安讲。无啦，伊是旧朋友啊。你是记忆歹啊？伊毋是初见啊。哦，向大家解说一下吼，今日的设计师是迄个阿苏阿曼，就是武生吼。大家应该即摆会使看到，就是阮的庙基本的所在条啊啥物，我拢已经有去一寡，对，大家会使看到吼。就是我遮有种一个迄个所在，遮无起好呢。那你先甲伊敲掉。哦，这是你敲，这是你敲的迄个石头对无？哈？这敢有？这啊，这应该是，这是陈如新，这是你用的啦，这就你用的。你讲这这是头拄咧甲你讲，你踏起哩才有法度起。好。但是我踏入去，我嘛爱迄个啊，腿啊，对无？马里吉阿曼，乌西阿曼。我讲有一个。阿酸阿曼，我有阿曼，哦，你是够差。啥拢有够差，你够差。救命哦！我伫咧。我爱甲大家讲一个代志吼，小等就是天使我，但是讲美容有入来吼，大家一定爱甲我讲，我昨做明一个梦，甲迄个甲美容有关系，我就是精神起来，我真正是足受气的，我先来去困。夏夜安安。无眠床啊？你无眠床？冠生无眠床啊？无啦，有啊，伊的眠床伫咧遐啊。毋是。我知啦，我即马使船去找恁啦。我是搁会当安怎？我即马伫，我嘛毋知。哦，你敢需要数字？好，请报一个数字。就感谢大家吼。恁先讲。68、110。小等，头一个是啥？头一个是啥？68。68。好，第二个是110。110。第三个是负575，有负哦。即摆我有。感谢大家吼，小等有看到美容入来吼，请甲我讲，甲我讲，一定爱甲我讲，着我昨实在是哦，有够气，我强要气死。记袂掉，听见安安，佮讲一摆，是我拍伫遐。讲一摆，讲一摆就好，我写起来。81。81。那安尼我先来敲迄个。110。
大家应该就是会使看到，就是阮的迄个庙。阮阿曼，哦，新朋友来，我着爱先讲吼，就是小等，若是大家有看到美容吼，就是甲我讲，就会甲我讲吼，第一时间就甲我讲，真正是不要气死。他有付遐济啦。若是就是美容来，我才讲着今日我梦着啥物物件，我今日真正起来的时阵，真是气死呢，真是，我就想讲，我想这是安怎？这是啥物意思？我感觉三个人真正有够差。对啊。无有进度啊哦。大部分拢是你咧炒。你看，大部分有进度啊。你想炒。再有一个，毋知影是安怎生做安尼诶。做一个罕见。今日特别就是下晡的时阵来遮设计迄个我的迄个庙呢，大家敢有看到？有影水甲。恁阁有设计我，互我搁爱使船过来，设计了袂歹。无这你哪会使怪人？你会使哪甲人怪？这是你家己。对啊。恁有刷面层无甲我讲呢？我毋知啊，是单独先刷啊。安尼就单独什么问题？我伫倒位？马良珠开3台甲2台关点点。我真正是有够气的，我甲大家讲一个，就是真正是，迄个就是，美容来啊，我已经甲伊讲。啊，美容。我真正是，我今日，吼，我为就是我中头开始讲吼。就是是安怎，我昨就是梦到一个代志，就是阮就是咧耍一个游戏，就是当像迄个Cyberpunk 迄种诶，对。我就是我我毋知我是安怎甲美容算，就你知影，就是伊的迄个，就是伊的迄个背景是伫咧迄个台湾。所以讲，就是我甲美容，就是我就会记得，就我甲美容为台北伊遐，行到迄个101遐，就是信义区遐，对。我就是伊就美容就是伫开讲室内底讲，拄仔走啊，来啊，来了后，我就戆对伊去哦。你知影伊安怎？伊到101遐，伊一到101遐，伊就甲我抬死呢。有心是咧安怎？啥物啊？有心是咧安怎啦？伊是啊，但我咧讲美容的代志的时阵，大家敢有听到？因为伊实在伤差。是安怎啦？我袂着要，你有够差，你真是，我真是想要甲伊打落去。我即摆我头拄咧讲美容的代志，我咧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是咧吵啥啊？我真正是气死！而且就是我真正是足相信美容的哦，我真正足相信美容哦。我头拄就是感觉讲一定会就是伊一定会就是伫即个就是无情的世界内底甲我拯救。大家对，而且就是伊甲我拍完了后，伊就讲。不要紧啦，就是怀疑着你即摆装备都伫我遮，我嘛是你的大兄，我感觉你是你的大兄，我就讲干，我真我敢气死咧，我甲你讲啥笑，我就起来啊，我原本就是讲入去就落定了后，就是我就起来啊，你知影无？我就无报仇，我也足气的，你知影无？你讲OK， 你敢知影我的心情？就是，而且我就一直感觉讲，这真正是美容会做的代志呢。就是安怎是你也讲要先去倒眠床，好好休困呢。是因为就是你也感觉足幸的是毋？我嘛感觉就是。大家伤吵。对啊，你是有吵啊。陈如新请检讨。陈如新有够吵的。哪有啊？那无。你声有够大声，我的耳孔已经无。对，你甲平常时共款吵，你平常时就做吵的啊。你平常时就安尼啊？你平常时就而且美容即摆讲
这讲是迄个义肢网，我真正是会气死的。你甲我过来，你甲我过来，你即马是啥物意思？你即马霓虹暗暗，你嘛是想要去互扒是毋？甲你过来，我要甲你安怎做人？我真是有影气死的，我真正就是，而且我真正是气甲就是规场我拢无讲话，我就真正我等下就想讲，做人做朋友啊，一定感觉一定要安尼，啥物？我就安尼哦。陈如新即摆是啥物意思？设计师，你讲有要互咱工课？哦对呢，我着讲我做，就是，但是我搁咧卖美容呢。好，你先卖啊，我去用胖，我做腰的，无我无做腰的。但是我即摆已经卖了啊，但是我毋知影要啉啥物。哦，美红阿妈，美红阿妈。丰富生手感平安。哎，国中生暗暗。美容，我真正是，我今日真正是互你气死的。啊，我着，而且就是我讲，我一开始，我一开始讲，迄个就是传讯息，今日就是随传讯息，互林冠生讲，我感觉就是伫梦中就是去互美容气死啊。哎，美风暗暗。啊，恁敢知影就是，恁敢知影林冠生回我啥？伊讲笑死，伊讲笑死，干，什么意思？都真正做好笑啊！无我是要安怎替你哭啊？千有暗暗牛仔。大概什么意思？我真是。我要来奔胖啊！我今仔日是一个，我是倒位。我遮有行家啊，就是因为恁进前就是有足侪家。我进前就甲迄个鸡仔就是烘烘咧，但是你马玲是讲你本地有死啊，敢毋是？毋是诶，迄个游戏是游戏，好无？游戏是游戏，而且赞哦。哈？毋是，我想要讲诶是，这是信任诶问题，就是我曾经就是。对比我遐尔信任，我就讲，你会带领我，对，我嘛感觉讲，哦，这个人应该是会晓信任的人哦。好啊。你有够差。感恩。收着啊。有啥你要几地？会使食几地？我遮有76地，互你2地，好无？好啊，但是我遮有行家啊，你敢要食？啊？哪有行家啊？倒位来的鸡啊？胖！恁发生啥物代志？不是讲要互我胖？哈？我咧食鸡仔的时阵无说你教，是安怎有生上去的时阵？安怎有生上去的时阵？阿咪讲因笑死，不要紧，大家拢安尼。互惯性。大家拢安尼啊，不要紧啊。好啦，惯性。是安怎袂使传互我？啥你要帮你暗暗搞早？无，我就感觉足好笑，但是我嘛有感觉就是哪感觉好笑，但是哪感觉生气啊。你敢知影我的意思？我知。就是我就是感觉，而且迄个梦我就感觉是真实的，我就感觉讲，哦，这个人实在是有够行。就是有够超过啦，啥物意思啦？紫金暗暗牛仔。而且因为我行足久诶，你知影无？恁敢知影就是台北移到101啊行偌久？我真就是，恁敢知影有人就是，恁敢有听过就是有人半暝诶时阵，咧困诶时阵，拢咧行，搁咧行路，啥物意思？真正足远的呢，那安尼你一定足伤心吼。你即摆是啥物意思？对啊，你即摆是咧安怎？我咧甲你安慰啊，我咧甲你笑笑啊。听起来完全无成安慰，无完全无。无。遮哪有行家啊？我敢袂使直接甲你。我头拄看到你啦。感恩。迄是我的行家啊，所以讲你爱甲我感恩。哦，感谢有声。对啊，阿姐讲的对啊，就是感觉叫翻倍啊，对啊。对啊，恁大概就是我想要参恁讨论即个代志吼，就是因讲我家己感觉好笑，所以讲因就会使甲我笑，
这毋是稍等诶，我想要甲大家讲一个代志，就是这毋是必然的关系，我家己感觉真好笑，无代表讲恁会使笑，好无？就是我感觉真好笑的，所以讲，这是无共款的，吼。但是大家嘛是会使笑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其实是咧，我真正无叫你笑遐尔啊，笑遐大声咧。互人哦。咱是想要妈的！对啊，我一直伫遐踅来踅去，我今仔日要来创，大家好多有看到我种的田，咪足大片啊，对无？蜜蜂是毋是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蜜蜂讲今仔日三个咧起苗，对啊，爱较认真起的哈。下倒转来啊，下大家啊，爱较认真啊。到底上认真啊！对啊，大家拢看会出来啦。大家一定拢看会出来。我即摆咧去迄杠咧，杠杠偌重要咧。啥物意思啦？伊即摆咧创啥？无啊，即摆无咧创，伊咧踅来踅去啊。啊，你敢知影一个代志？我头拄仔已经互你行起啊，所以讲请做工课。我的行起啊，全部拢有冠生啊。我有咧做行啊，毋过我哪会知影迄敢是？请问五星头拄仔互陆心几只？应该差不多是6只哦。哦，伊头只一只去哦。我敢若摕着但是我5只感觉应该啊。是搁较济啊，应该是搁较济。你讲啥？我全听无。你讲的敢是人话？应该毋是。伊讲啥？大家啊，我甲听无恁讲，我要伫遮饲动物。安尼以后哇大家就有物你会晓饲件通动物食。你迄较定哦。你确定？确定啊。等下，你知影先家啥物是己食饲动物？掉哦。家己食掉都无算是饲动物，安尼知无？饲伫腹肚内底无算是饲动物，互大家食。有。甲你讲几摆啊？你讲几摆啊？你是安怎遐尼不休假？哈？毋是啊，等下就会。那安尼若无要食，是安怎要饲？无，没有，要饲都毋是现食，毋是叫你念伊甲无要食去。现食，我要饲足济足只。啊？足济足只是啥物意思？足济才开始食。你敢真正会晓讲人话？我真正毋知影伊咧讲啥呢？你敢听有？我看起来敢有像是听有。大摆拢安尼，恁无好好学过讲话吼。而且就是恁当知影，就是即马第三代的观众爱听三辈，就是等如是咧讲啥，就是受到就是大家拢咧就是甲阮共款咧受苦吼，而且恁是三辈的痛苦吼，我就感觉讲，就是今仔日就今日恁只是到第个吼，就是大家加油。第三代的拢足巧的，因拢知影爱甲爱存一代留一代的声。对，无会互你吵死。对。对。啊，虽然讲伊饲因兜的猫仔嘛毋是要甲食掉啊。马玲就讲啊，琪，啊蛮牛仔，对，琪嘛来啊。对啊，算白肥肥才食，我对啊。啊，小等你会使来，你会使食啊。那是袂去行啊。我的鸡卵糕。哦，你佫有鸡卵糕？平常有啊。但就是马玲真讲，甲你 mute 掉。啊哈！啊，虽然讲伊嘛是声音拢乖乖的存一台，我做好现是存倒一台，一定毋是就是。有可能。佫想看觅。无插头啊。无插头啊。好啊。是毋是爱分工？敢是爱分工一个？分啥物工？我帮你加油。倒一个人要创啥？加油！加油是一种工作。但就心负少，就是离恁较远呢。哈？哈？你确定哦？对啊。我即马摕着我的迄个窟仔去找你，那安尼我就会甲你。你伫对？你伫对？我无要甲你讲。好啊，会使啊。好啊，拢安尼啊。不要紧啊，我就。胖胖
你即摆是想要，你即摆是想要迄个吼？想要即摆是想要？想要安那？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哼，马铃薯是老我的声呢，哈哈。就是我无法度甲伊吹是毋？对啊。哈，哈？这啥？你头拄仔创？嘿，我着看伊要安怎甲我吹。恁豆豆仔送吼，我来去迄个。噔噔噔噔噔噔。哦，哈，有旋暗暗，品甜暗暗，品甜讲，无论是倒一代，就心拢真差。对，对，这大家拢知我影。耳无啊，那毋是米线，会记住杯啊。你敢毋是米线？哦，安尼你你是毋是阿公是老变做我食。天家子，现在陈律师到底是对？哇，我嘛无找着伊呢。我伫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好，不，遮有一条猪呢，暗暗咬炸，遮有一条猪呢。暗暗咬炸，安尼，暗暗咬炸。阿酸讲，就算是面线嘛，迄感觉就心足差。呀，哦，就是我的猪，我的啊，所以你有猪。才调，就来甲我讲啊。哦，咱即摆来听讲即个康是五星康，我毋知影是安怎。哦，向大家小解吼，即摆做迄个导览吼，就是向大家小解咱即个迄个用建本哦，建本庙应该是建本庙吼，这就是咱的祖庙，对。啊，边即块吼，阮的就是去迄个纸巾布啊，大家使伫遮食臭豆腐，对，大家敢会使看到，对。啊边啊，遮就是会使有一寡蛋吼，小食蛋，对，我就现在倒一个人咧困，林我因为冠生，无吼，天暗啊，我遐做危险的。好，那安尼我飞去困啊，下骹有阿酸讲伊啥物拢无讲，啥物拢无讲，对啊，即摆拢你咧讲，对，话拢你咧讲，就你上甲我讲林冠生，我甲你困啊。毋免啊。爱三个人拢困，才有法度。睁开开呢。啊，毋过我即摆伫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慢来啊！你毋免困做呢？工课啊，做你阿嬷外口有总比啊啦！对啊。啊，毋过我即摆转去，我就会拄着总比啊。啊，毋过我即摆伫倒？哎，大家暗顿食啥？来，大家毋大家食啥吼？就是陈律师吼，陈律师搁无转来，阮着了人吼，阮直接凉去。刚才会使等鱼缸着无？好啦，无要紧。我摕一支我即摆咧认真。嘛是爱摕一支。是安怎因两个人倒掉？啊，因为因无摕一支剑乖啊，无乖就吊伫遐，而且这有一个，我甲恁讲一个代志，就是即两个人啊，是天才皮食咖喱饭。哦，我今日透早，皮。我甲大家讲一个代志，就是今日透早我嘛是食咖喱饭，啊，我袂记你炸骹饭，啊，敢有加高丽菜？无啦，靠腰哦。像我问一下，甲你关心一下，反正是迄工还袂食了的。你的证件毋是讲，毋是讲，做伙去困。啊，即摆要困，我拢出来啊。对啊。好，我来。你的证件毋是讲要加一个迄个？第一个就是大家爱去食迄个，大家都爱去食迄个，毋是烘鸡啊。现在我家己爱试食，我就想讲。看敢有迄个你想要要甲我拍？有啥？我明明都看到是你哦，我明明都看到。你是啥意思啊？我要偷摕物件，大家拢无看到。啊！就一个来拍。啊哈！这一个无。因两个人倒掉，啊，毋过恁敢有看到一个人较矮？哦，阿酸咧食豆花。豆花。这是我看过上水的花。我的鼻毛啊！
你是咧讲啥？我听无。这是安怎有选择？没意思。这是安怎有选择？那呢，我要来。创一寡大人才会当做的物件。什么话？什么意思啦？什么意思？那我白讲话好嘛？来好好啊讲我话哦。剩三。来好好啊讲话哦。哦，我即马生了啊！我即马无想要迄个，我会使。偏甜食泡面，啊你泡面敢有加料？偏甜食泡面呢？对啊。搁中心嘛对，我食着无？啊，搁中心啊蛮。这会算着啥人学的？我即马看伊伫箱仔内底，我就摕起来。而且佫有头拄仔佫有看着，你看。米芳食锅巴面，啊。有时嘛食泡面。有时嘛食泡面，今日是安怎逐个拢食泡面啊？敢是因为落雨？啊，偏甜的泡面有高丽菜甲卵，袂歹。我今日暗顿食薏米，但是因为我感觉这可能会咸吼，所以讲我就无食足济。有两项代志向两位宣布哦。阿宣讲，请咱会记得咱是教育团体哦，又甲咱的物件推荐互老师哦，较注意咧。啊，就是较注意咧。老师暗搞早。老师暗搞早。老师，李勇来啊！做老师李勇来啊！就是一种。我惊着啊！我惊嫌啊！我惊嫌。我毋是讲，我嫌是无一定。当做的代志。什么意思？食凉面，我嘛想要食凉面。但是我的证件内底是毋是有迄个？父母台。就是家期台。就是我的证件是毋是有另外一个？迄个证件是。想要就是全部的老师伫咧上课的时阵，伫咧上课的时阵，伊真正足菜，我甲伊 mute 掉。我即马足安静的呢。就是我咧，哈？你讲想看卖啦，好无？等下，我甲大家宣布，头起先咪咧食披萨，我讲cheese足赞的，足赞的。啊，偏甜讲，其实伊伫高中教册。较注意啊！老师暗搞早啦。老师暗哦。那呢就是你若是讲我选掉的，你就爱穿。哈？好，即摆你可能还毋知影要投互啥，啊，毋过你应该知影袂当投互啥。小荡着流动的水。救命，有够好笑。我即马就是有时甲天才批咧，就是试讲要指导我做一项物件，毋过因讲两个名词，我敢知影其中一个。不当上暗搞早。有希望有较熟悉的老师推荐。会使啊，我今日我选举袂赢啊，我完蛋。Carrie 暗捌，大家今日有赢啊吼。Catherine 暗暗。对啊，吉米啦，吉嘛是今日有赢。啥物啦？马铃薯。爱高的呢，你即马是咧，你头拄是咧喷喙烂。对。毋是我啊，毋是我啊。我啦。是你哦。真正足好笑的啦！马铃薯讲。我有。马铃薯讲有甲咱推荐互因妈妈啦。阿母。咱那敢若是我问题上大。对。你去敢讲？老师母足乖哦，老师足乖足听话嘛，食足济哦。哈？我不要紧，我嘛足乖哦。歹势，阿母，我真正是毋食囝呢。你拢有乖乖甲老师困啊？较注意。不要紧，应该就是。话袂当黑白讲吼。话袂当黑白。话无时间。无啦，这可能是，这可能是应该是真正的，但是今日袂使讲啦，对无？好啦，好，我们念
大家应该无看到我头拄仔偷偷摕一罐物件啊，头拄仔偷偷甲物件变出来。这样是有一个水墙，我的印象中这有一个水墙啊，就是有一个足深的坑。多谢你啊！你安怎？你也讲又甲我的物件推荐互因同事，啊讲我读英语的声足温柔足好听，感谢你啊！是无听过别人就是讲英语哦，啊，即马这。你什么意思？你哪会安尼讲我的信众？无我是，其实是我想要甲你骂啦。哦。哎。就是就是即马咧，就是听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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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讲哪落来啊？伊无看到伊。哒哒哒哒！哦，佮重新讲就是伊阿嬷嘛有咧看呢。阿嬷。对呢，阿酸佮讲伊有咧路边发 iPhone。啊，那安尼就是，请大家阿公阿嬷就是爱来食我甲阮先生的喜酒呢。哇，新消是一个教育性质的团体。教育会使啊，就是嘛是会使，嘛是会使甲先生教育啊，佫会使补习呢。是要补啥？我即摆连一趟都会使啊，拢会使啊，拢会使啊。有一个顶界甲灌输有迄个水墙啊。但是你完全无咧听咱讲话。对，伊即摆就是有够吵家己讲家己的。敢会使甲伊 mute 掉啊？有够吵。会使。平常时啊共款啊。要 mute 掉呢？会使啊。无咱甲 mute 掉看觅。无咱 mute 3分钟，看即个世间敢会变甲搁较和平。赞哦！那安尼我敢真爱甲伊 mute 掉。你哪会遮听话？毋免啊。我甲伊装足细声，大家敢有听到？但是有够吵。我嘛来。你也讲，恁是教育团体哦。哦。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咱家己爱检讨吼。好，歹势大家。歹势大家，就是，迄个鸭真正就是鸭甲迄个陈如新啊。敢若会使留一个，就是已经是极限啊！我真正无法度。我感觉，假如心mute掉，真正有变甲搁较和平呢。有啊。袂歹呢。好，咱着保持安尼。就是差别足大。对。减足济迄个差声。比方讲，我第一届知影即个顺序，吼，即马就是已经。啊，虽然讲用足细声。好，大家知影咯，知影是啥物？大家知影平时啊，读天宫的状况是安怎？对，真正是。伊咧甲我拍，哪有人安尼？拍啥？你收听啊！你即摆是创啥？好啦，我甲你调转来啊！太有人安尼。想要去学资源。朋友就是一种资源安尼。什么意思啦？什么意思啦？就庙唔好我去，安尼就欺负老实人。会当买啥？我即摆有这咧，这敢是讲的对。遮有迄个呢，生理人呢。你爱买哦？伊讲，卖买吧。听讲伊买物件拢足好路用诶。吼，偏听。无入心，较清心。台语就好呢。台语就好，毋是叫你摕来讲即种话。毋过我感觉讲了真对。毋过我感觉你是对诶。对。就是做口译即个部分吼，嘛是爱登记起来。你当时遮尔无啦，你拢真认真啦。你咧看？我会使啊，就是虽然讲，这毋是顶真无顶真，是毋是有其他诶物件伫咧外口，我听到声。啥物外口？林冠先生遮是安怎？我安怎？我有听到一寡迄个声呢。啥物款诶声？叫
有哦，好安尼改拼。是不是有什么物件？恁遐讲有，但是我遮无啊。阮遐无。你有听着声？录心啦。哦。哈。学校阿算讲，因学校老师拢直接放运动。啥物奇怪的调？啥物去开口？譬如讲，你会使甲阮讲。好啦，录心点。无的确其实无迄个，无的确其实嘛毋是奇怪的调啦。反正是别个腔口吼。因为台语其实有20几种。恁敢有要困？好啊，会使啊。好啊。你即马是咧邀请我困是毋？你讲的拢对。你想要甲我的门关起来？会使收到你的邀请，今日就随。下夜讲，就先偷改迄个证件，叫就先改证件啊。就先哪有改？你犹袂改啊？叫你改的意思是？敢是？是安怎要倒陈如新的名称？啊？啥？你听无是啊？恁老师阿算讲伊听无，但是我毋知影就是倒一个，是倒一个啊？伊是咧讲，你会使甲我拍一个迄个比如啊？是啥物？就先要创啥？就先即摆想要去学看，阁有其他的特别的物件无？哦，对呢，我啊，创啊！你敢有要互咱工课啊？就是无咱毋知影要创啥。哦，即摆我咧做的代志就是爱起条啊。啊，即摆就是爱家己起起来啊！你敢有看到我咧迄个，我甲迄个插头安尼起起来。我感觉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代志。你敢会使甲我斗相共，就甲即个物件起起来。啊！你看有无？你即摆伫对啊？你讲我伫你边啊，啊毋过我听无你的意思呢。就是我即摆毋是咧起啊，你会使甲我斗起啊，就是甲条啊起起来好啊。啊！你要起偌悬？要起偌悬？18今仔日就是爱一直起吧，敢会使起足悬的，就足悬。你甲我讲，你爱贵的角啊，安尼我才知影爱偌悬啊，对无？贵的角哦，我嘛毋知影，你感觉贵的角较好？无咱先10个。10个是为下骹到顶悬10个。10站的意思啊。10站会使啊。会使啊，即摆是1、2、3，即摆是3站。好 ，OK。但是敢若无插头啊。哦。敢若无插头咧。你是讲无即个色的呢？对，那安尼咱敢会使先起条啊 ？OK。嘛毋是讲袂使，啊毋过无啥物意义啦。应该是插头甲，应该是有插头了后才。规个做伙一站安尼应该是较紧。安尼咱用无方便，还是讲真正去找插头？这红色的，这红色的伫倒位才有啊？啥物款的？我敢会使比出来，会使吼。我想要到三工的时阵。我嘛是有问啊，我是无到底是啥物人无咧插我？真正甲陈如新就是瞄掉了，到底甲我瞄掉了后，到底我现敢若无敢若无声。陈如新无声的所在，一个无声的所在。是迄红菜头啊！我有一工，我甲迄只拢比拍死，我甲迄只外星人拍死。今日买块迄个 BGM， 哪会遐尼？那伊遐尼有？对啊，对，伊是可能是因为恁伤吵。头拄仔恁两个完全咧讲无地带的两项代志。对啊，就是我是一直想要甲大家讲美容的代志啊，但是陈如新现在伊足差的。哦，如新搁咧哭啊啦，伊哭嘛足差的，处理一下。伊咧哭啥？哭我毋知，可能医药啊。我已经紧足细声，现在我阁听会到。偏听有讲啥物证件？
袂当等着。无入心较清醒是一种，敢是一种正见，敢是即个意思？会使呢，会使呢。会使吼。安尼就是我会投评定，请你来做。对啊，伊就是讲，若是安尼品定，就直接当选。对啊，当选。是安怎我会了解拍安尼袂开？我甲我比出来的物件，嘿嘿，我咧偷仔就是摕物件出来。你摕好啊袂？袂。哇，入心的裂解拍袂开。有些的裂解拍袂开，现在你爱拍裂解？对啊。是有人甲伊迄个哦，我毋知呢。最近的迄个裂解，进前就是有人甲我斗，我嘛会拍袂开啊。无跳。我即摆弹出来啊。感恩。搁会使等一寡互你。这应该无够。即马。我等即马搁等互你。关的时阵才来研究好啊。啊，无选好，有选。安尼你敢有收着？有啊。就是甲外星人拍戏的时阵种出来啊，啊，石头应该是咱遐敢有吼。愈种愈济就一片啊！啊，这马铃薯是我去另外一个最远的所在，差不多是迄边。最远的所在有村民。大家莫讲出去。大家拢看会到好无？哎呀，因就会出海。啊，因遐有种马铃薯，我就甲捡倒来。你学过的物件，但明明讲伊是北港腔，啊，就是伊学过的物件，甲迄个，所以讲是英文的呢。啥物物件是英文？听无，我头拄仔就是讲你是咧讲台语。伊即摆是安怎？是安怎着遐尼紧着爬入去啊？哇！这是挂草的声。是位遐哦。对啊，我位遐，我做一个迄个算讲是推啦，楼推啦。啊！但是我现在无图啊，我无图啊。你无图，我等挂互你啊。我有。哦，你有好。真正有。你真正做差诶。你讲伊哦。入心吗？但是即仔咧创啥啊？我即摆已经无啥睬伊啊。还是我嘛甲mute掉？毋是啊，这毋是mute掉无mute掉的问题，好无？伊根本就无咧。无咧插蛋，无咧插蛋。对啊，伊即摆咧创啥？伊即摆已经到对啊。我甲调啊起起来。你互我这声？这两个是无共的插头呢？这是无共款的。这个有磨过。熟有。来，你看卖，材质无共哦。啊，安尼这敢袂使？我是无要紧啊，看你敢有要伊。我感觉这有要歹歹哦。嘿，安尼拆掉。看你对即个美学的追求啊！这个爱学足久的呢。对啊，这有影，但是这较迄个好，这较迄个对无？较安怎？遮辛苦。这较勇对无？无啦，无差啦。我刚我讲。白用啊，应该是白用。白用啊，好，安尼我搁摕一个。哎呀，白用。对啊，我叫拍拼种田。安尼我开始等互你来食无？来，好 OK。阿酸讲啊？毋对。你等啥物互我？阿酸讲品定做主意，新销搁较好。会使啊。伊头拄仔搁讲。我落去啊！你啥物意思？你这是啥物意思？歹势。你是调工叫我去下骹。下骹听陈老师的声。无啊，倒位拢听有啊。不要紧啦。是安怎？你搁等涂骹呢？无，我写落来。我写落来。写，毋是安尼种。OK。你即摆是咧学猪哦？我哪有啦？我学入心啦。啥物叫学入心啊？救命！哪会阁是即种啊？现在我已经甲伊囡仔足细声，但是我嘛是听会到伊的声，啥物意思？真是，伊真是话足大声的。
哦，伊啥嘿啊，伊个声就是遐尔啊大若声。是我想要问大家一个代志，就是无啥个所在甲单论，若是单论新去迄个无啥个所在，是会变伊无啥，是无啥个所在会变啊精彩的所在。到底是对啊，就讲啥？心就搞正常呢。大家刚知影就是话，就是有一种就是矛盾大对决的感觉，大家会使想看觅。第二个，你讲无啥个所在会变甲就是就差的。哦，这会当创嘛啥？是，嘛有可能。耶稣讲，我即马起的甲有生原底起的看起来就啊无共，哇，有哦，有呢。哎呀，我拢照你的迄个呢，啊，遮有2支条啊我吼，就想嘛，就算去我到这边三没工嘛，无一定无关去系啦会好嘛。对啊。无关系呢。我想讲也是甲你，哦，佛堂上讲就是陈如新即摆咧学挂草机，啥物？挂草机是啥？你较拜托的好无？陈如新啊，陈如新咧创啥啊？无人看会着，我会拍拼啦。伊讲伊咧学挂草机啦，哇，真是无共呢。你安怎去？无你看觅，你遮用的迄来，你迄个第3站、第4站的是即个有6皮的，对啊，到底是爱用有6皮，还是莫用有6皮的？你拣一个。我真正无分出来，所以讲我应该是，我感觉无六皮较好看，你感觉？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安尼就贴贴的。贴贴咧。啊，那安尼着咱内底会使用鹿皮的啊，以后够够，哦好我来内底用鹿皮试看觅。的吼。 ，OK 我 OK。要去甲食的物件收倒来，伫外口用有皮我爱互伊食物件。贴起来有够疼，啥物有皮？有皮甲无皮，我要甲伊可能是凹起来，同一寡手术。互伊拢找袂着食的物件。我记你阮是靠用团体啊。就心搁咧变鬼变怪啊啦！伊即摆咧创啥？伊讲啥物要甲食食拢藏起来，互咱无物件通食。哦，恁敢知影我遮其实阁有行家仔呢。哦，我遮阁有无？像恁啥物拢无。不要紧，不要紧，今日你叫我一声大兄吼，大兄，我就无互你食，哈？我就无互你食，好啊，拢安尼啊。不要紧啊，好啊，莫起庙，莫起庙，莫起庙我。惊歹奇妙啊。出海啊哦，好，直接出海。我你遮是性格有够歹，甲你讲生笑的尔。我嘛讲算笑的啦，无代志。等下先来啊！等下先搁走，会无呢？那是你，歹势。我要甲你拍落来。是安怎会分袂出来？即摆有地无啊？我就叫是讲迄是你啊。像说恁两个人即摆爱穿甲就是共款，而且美芳即摆伫咧向我报告着陈如新即摆咧创啥？伊咧种红菜头，哦好，但是我是认真的。但是阮即摆无滴着无，卢心敢有准绳？你有够歹，哦，安尼敢袂使哈？啊，我落来。木务讲我无骨开，无骨气。像迄个哦，但是美容我也是爱你的啊，我真正是就是我真正你爱相信我好无？就是我真正是因为好无？伤过爱你啊，我才会生气吼。一般来讲我是袂对你生气，都无感受着。我是爱你的。我无查房啊，结果你无查房啊？系啊，这真紧都无安尼。你即摆有够，大家敢有要困啊？就是有要哭诶。你已经咧哭啊？好啦，你讲，互你10秒，互你讲话。哦，那安尼我嘛互伊讲话。来，请我讲。甲你讲话咧，我就无爱甲你讲话咧。你讲哦，，你真正有够巧呢！互你10秒通好讲话的时阵，你就讲一寡，我无爱甲你讲话，啊10秒就过啊。我有10秒呢，赞哦。大家即摆真正知影，平常时拢是谁咧甲谁欺负啊吼？不要紧啊，你继续讲，我想要去困啊，拜拜。已经超过这10秒啊。里困啊，这里困啊，这里困啊。
天平比是学啥？你除了学迄个台语，是跟别人无共款。哦，真正有够差。做是要甲 mute 掉呢？啊，毋过伊家己的台伊嘛是有声，安尼嘛。安尼嘛会使吼，安尼嘛会使吼。啥物意思？你是讲飞机伫伊家己的台嘛有声，安尼就规气甲。那你今日现在联动？你到底是倒啊？我要紧啊！就是大家会当选择敢爱听录心的声，啊无是要听。即摆讲是爱困啦。就是录心就无要困嘛，伊咧生气嘛。好啊，无要紧啊，拢安尼啊。来啦，无咧惊啦，暗时就暗时啦，来啥物就睇啥物。哦，那呢我去摕一寡，我袂晓用这呢，你敢会使教我用这要安怎用？你甲我讲，你爱啥物货？这啊，这是剑。这毋是啦。哦，这爱用，这爱教剑才有。爱有剑对。未来。哦，那是剑，毋是剑是吗？哦，对诶。剑是我手中即个大支诶，这叫剑。那呢？我要拍骹枪啊，小等哦。拍手。拍袂出来。多谢恁。讲完了后，你就拍袂出来啊？无，就是有两个人替我拍手，我就拍袂出来啊。但是拍袂出来，就你拍骹手，就是拍袂出来，这代志实在是一个。我有开一个投票。开啥物投票？要投啥？讲。品婷讲好啦，听录心的声啦。多谢品婷，互录心一个机会。你敢安尼插伊，等下就讲反悔啊！安尼讲，安尼对，你安尼又讲无所生气啊？啊，哦，无要紧，我甲你斗叫。哦，现在我只想要，伊伫遐就是秘伫咧内底，安尼敢袂使？啥物意思？可能咱无应该有即个，互伊通好秘的所在吼。有啊。无要紧，我头拄就想讲，我来处理一个，我甲拍拍。叫我笑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我会使。叫倒转来，会先怎有肉啦？送的肉，而且我是青猪吧？哦，会是呢。我头拄仔就是杀一个猪啊。哦，安尼你会。迄落啊！啥物啦？讲啥啊？阿酸讲叫咱莫欺负律师，我看你是毋知影，平时啊是咧互送欺负。我看你头拄仔是毋知影是，头拄仔毋知影是倒一个人一直讲律师就差的吼，嘛绝对毋是阿酸吼。阿酸绝对无讲。对啊，伊绝对无讲吼，拢是阮咧讲。对，话不要紧，话落你咧讲，会使啊。可能搁咧笑啊。惊死！你讲我头拄仔就是拄着 creeper 哦，而且迄只 creeper 敢若就是伊敢若嘛是，就是发现我的时阵，伊嘛是就是哈，你哪会伫遮迄个感觉？啊，伊就变去啊。对啊。对哦，你已经来啊！哦，那安尼我就。是安怎啦？我安怎啦？哦，我真是会气死呢。等下我去找迄个。明明都是骂人较济啊！啊？你是家己投票，互家己扣呢？你敢是投讲啥物律师敢会作差？大家讲这毋是咧。确定吼？毋是啦。来入去啊！我甲你入去啊！救命！明明都骂人较济，是安怎试落就变卖？啥物意思？你讲啥？啥物意思？我完全听无呢。对啊，你即摆咧讲啥啦？就是我头拄仔原咧开一个投票啊。嘿。我就讲，律师敢要去拆票？哈？结果我就趁人较济讲卖的时阵，甲迄落。你搁讲一摆，完全听无。无，你即摆讲搁讲一摆哦，你搁讲一摆，我小等下就去甲你，我小等下就去甲你拆掉。哈。哦。
我无插棒啊，我无代志通做。遐有迄个呢，骨头，这敢骨头人，这应该是骨头人。救命哦！哦，我来啊！哎呦，你伫对啊？甲我斗捡，好，你的工课就是斗捡。我毋知影你伫对啊。我哪里？伫内底中庙内底中。羊啊是食麦仔的吼。头拄伫咧对啦。羊啊，应该是食麦仔的。你是安怎？庙中。这你哦？哈？啥怎你即马说安尼啦？我说哦，毋是啦。我足差的。我今伫咧倒 Q 啊啦，我一定甲你倒 Q 哦 ，OK， 安尼无问题，好。啊，这中刚是你？无，我即摆伫外口，你莫阁问啊。哈？哈？中迄毋是我啦，你注意呢，中迄会甲你拍。哦，真正的哦，所以讲我今日应该袂使，伊即个时阵。对。中啥物是我啊？啊，中毋是你？那安尼我头拄仔是拄着啥？哈？我哪会听无？哈？今仔日咱讲话无人听。对，今仔日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平常时就是安尼互相拢听无安尼。跳红还袂开，跳红后礼拜拜你，后礼拜拜你，后礼拜拜你，要搁开。啊，我无讲句，无要紧，我家己来摕。哦，还是你？我互你。好，来。你伫对。你的左手边。棒。哦 ，OK。你讲的敢是真实的？好，来。那安尼我家己嘛无啊。你嘛无啊？我有。哦，好。无啊，我著去做。啊，就先开投票，讲敢要拆庙，啊，毋过趁。你阿母咧。哦，好。后壁有迄个呢。有你即摆我就是咧讲有即只。我叫是你呢。无啦，我无穿衫。那你西装穿？啊。倒位穿？好，互你。毋过我即摆的工课是啥？你即摆是毋是已经无插头啊？对，问题就是无插头啊。插头敢若需要足济的对无？我头拄仔就讲需要足济啊。若准是普通的插头，我可以当错插。安尼我阁互你一寡。好，你互我一寡。来，卡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拜。啊啦啦！迄是啥物树啊？还是迄树啊？敢有迄个树仔囝？红树呐。啊！你直接互我树仔囝，我就会当去种啊，较紧啊。就无树仔囝。哦。小弟，你先摕啦，是安怎我袂当互你啦。你看。我离先远。就先无讲话，两个人一个我哪会摕无？我无啊，你家己捡起来呢？我无啊，我无摕啊。我有。对，我行强拢。拢等出来啊。好，安尼会使。安怎你爱学迄个村民？无，我咧思考的时阵。就伊迄个，我感觉骨头人写是甲迄个林冠新修成啊。安尼是检讨骨头人，是检讨我。你好好想看觅哦。哈？我无动文呢，奇怪。但是阮是毋是后壁嘛是爱起迄个啊？其实后壁嘛是爱起迄个条啊，对无？但是即摆无起呢。倒位？是后壁迄边啊，迄边应该。安尼应该爱呢。而且你迄边嘛是应该爱有条啊，你看即边。安尼我看觅哦。拢无冤家，那安尼会冤家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咧？就你啦，我听无。你看。我嘛毋知伊咧讲啥啦。是毋是应该爱甲伊 mute 掉啊？对。伊到底是讲啥？我伫想要，就是甲就是天边比哥讲一个，就是
头拄仔伊讲关系，伊学台语的代志，就是安怎伊讲无共款的调，你想要知影即个代志尔？遮我起一个调啊，但是我即摆无迄个。一两三四。有呢。哦。一两三四五六七。而且迄个教即边嘛，是爱有一个调啊，对无？你这无对称啊？对咧。无，迄个应该是我爱背，就是爱背倒转来，所以讲我。对，伊即摆是咧学村民是毋？无。一两三四五六七。是讲我即摆一个人对，一个人做。拢会。我会使做你的迄个笑啊！什么意思？有够变态。你原底用的就无对称呢。我原底哈？你敢有算迄个？就是你的条仔甲条仔之间是隔几个角啊？一两三四五六七。安尼即条是啥？一两三四两年出代志。你讲倒一条？来，遮。即条哪会是石头的？啊，上下骹佫毋是石头的。即条应该爱是条仔吧？这应该爱是条仔。安尼，即两个条仔之间就是两个角角安尼。对啊，即两边着即两边，我即摆卡条即个，这应该是条仔。遮，即两边。遮应该拢是条仔。我就拍拼呢，你看即摆我身躯。安尼正边嘛无条仔呢。应该爱有条仔对无？你决定啊！你才是迄个设计师啊。好，那安尼我来看卖哦。好。看卖。我需要一个补头。你心到底是咧甲谁讲话啊？伊可能。我袂当有我的观众哦，我袂当甲我的观众讲话哦。啊！你还确定迄毋是你想象出来哦？遮有啊！你有看到无？你来外口，你来我遮。你伫倒位？哦，看到。外口有哦。遮有一个条啊。有呢，啊，哪会内底无？安尼内底就是减一块啦。对啊。这毋是咧。对啊，即只我嘛是有去啊。我原本来是去啊，是安怎鸡腿饭？鸡腿饭夹出来。啊？鸡腿饭有几若只？倒一只？对啊，外口嘛有啊。好。我想看卖。腿饭来。鸡腿饭是安怎？头前迄是单独啥是你啊？你伫对？你伫啊？迄单独先。对，迄单独先。我要食一个物件，现在我拢无钱啊。哦，安尼我了解啊。你了解啊？吼。我知影倒位有问题啊。是内底吧？内底遮是无共款的对无？位置了啊无共啦。照你原底正边的迄个起法，就是内底看无迄个条啊。安尼爱照正边还是照倒边？我即摆想讲。石材较济对无？所以讲其实，但是石材较济，是毋是照倒边会较好？对，使甲木材摕起来用。好，嘛是会使。好。等下。无啦，迄应该是差不多的啦。应该差不多。就是爱用的迄个石材的数量是共款的，啊，毋过就是位内底看起来效果会无共。你想要看起来是，就是迄个条仔藏伫咧内底还是？就是看你想要伫内底看有条啊，还是看无条啊？我就是咧甲伊问吼，哦。你感觉倒一个较水嘛？对，我即摆就是咧问讲，你感觉倒一个较水？我感觉看有可能较水。哇，那安尼就看有啊，安尼甲伊听着。叭叭啦叭叭叭叭叭。对啊，你看，都毋是我的问题吼。啥物物件啊？你咧讲啥啊？你看。啊，阮已开1点钟啊！
我那是拢无啥感觉。时间过足紧吼。就今日咱想要甲迄个主题起来啊，目标是安尼啊，但是我感觉敢若是做袂了，哈哈。A2今仔日毋免上班哦。A2今仔日有来哦，A2蛮辛苦啊，大家。今日大家敢有去食好料？我无。今仔日有好料。你敢有？对啊，谁讲今日爱食好料？平平安安哦。因为今日是礼拜啊。啊。明日爱去休困啊。放假，我们这都。陆心应该是逐工拢咧食好料。天辉。天辉来啊！天辉无来我遮呢，天辉偏心。天辉偏心。伊连陆心都无想要滴。我即马现状就是，我甲迄个卡掉。哦，那呢 ？RNG 暗暗搞炸。迄边免卡。毋是啊，因为我即马厝应该爱。哦，歹势啊！我甲伊正经甲伊卡掉啊。我想要试一寡。我看无。我讲，等下。那你敢会使甲顶悬迄两个踏落去？等下，我来找你。顶悬的啥物啊？我即马伫个车手边着无？对。即两个。哦。对。哈？捡迄个嘎嘎呢？毋是啦，就是甲伊踏入去。等下，我伫外口，我咧伫外口。但是我即马讲无倒顶。不要紧，我家己想办法。哦，我真正就想要甲陈如新瞄掉哦，伊搁吵。你叫瞄足久啊？你毋免搁瞄啊？我无咧瞄，我耳孔我叫要无。你免遐大声。啊！有麦克呢？陈如新有麦克。其实我大摆拢无做大声。你讲想看卖啦？对啊。是感觉就是人的音量拢高。听迄讲，伊是点入来尔啦，无针对任何一个人啊。来困啊！天要暗嘛？恁咧？恁伫倒位？哦，妈妈，我随来等。哦。啥物妈妈？叫咩臭查甫？叫人妈妈。关心妈妈。你敢知影你有当成迄个水果阿嬷？有当时我毋敢讲你就成水果阿嬷。那有头毛的色有成尔。无你讲要有倒位色？哦。比方讲，比方虽然讲伊已经拆掉，但是伊讲开台无讲话，啥物都要开台，无好啊。但是伊直哭哦。伊嘛无在讲话啊，伊就是伫遐一直哭，一直笑，一直吵。伊即马刚爱迄个。啥物就心阁无困？困啊好。天辉讲水果冠星。水果冠星。现在你伫我边啦。哦。现在。收紧啊啦！你看就是咧创啥啦？你咧创啥？我咧帮恁饲物件食，若无恁啥做有胖通食。啊？饲物件食？你咧饲胖？你咧饲鸡阿公有胖？你的胖是用饲的呢，还是迄个鸡的？你冠先，我想要甲你问一个代志，你迄个条仔敢要做迄个造型啊？你要做啥物造型？就是long条，就是内底的凹伫咧内底啊。迄要安怎做？你想讲？我想看卖。你想看卖？我要安怎就是我要安怎就去啊？用涂啊，无咧，还是你爱推啊？用要爱推啊？天辉讲，迄个鸡的生胖出来啦。可能伊放的毋是，伊放的是。我想看卖，我想看卖。原来胖是安尼来阿酸有读册，阿酸，请大家，请阿酸帮阮解答哦，就是。我嘛有读册啊，我就知影你真明显就是。无，你是502的册，
无得卡即马迄个，即马咱即马无讲是一个新的诶，时代听回来啊，对啊，听回阿妈，对啊，即马是一个新的时代啊。尤其讲大桃园，听着推啊，拢叫是咧卖人。迄是推蛋，有个我嘛是就爱骂人，甲人骂推蛋。对，你做爱骂人。我毋知影暗暗。我毋知影阿妈。我毋知影暗暗。一个不是，一个马桶。对啊，今日是甲迄个粪扫桶甲马桶就是联动吼。安尼你是啥物桶？哇，毋是讲粪桶，我刚刚会使。无代志。我是啊，粪扫桶。无啊，进前就是伫咧 Sunrise 的时阵，大家讲我是粪桶啊，但是我嘛是想要做一个粪桶啊，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无。对啊，罗汉脚就是无饭通好食，好无？就感觉就是做饭通是个足幸福的代志，大家拢知影即个。把它抱起来。安尼哦，即个所在抱起来。安尼敢会使？成功啊！安尼，足可怜。Yellow Love 安安。对啊，对啊。大家就是会使做饭桶是足幸福的代志呢。哎哟！尤其讲细汉的时阵，拢互阿嬷骂推啊。是哦。哇！推啊，足有效啊！伫 Minecraft 足有效的啊。毋是迄个推。我小看卖吼。今日有先是设计师吼，大家。到底是安怎在鸡啊？无买入去即个门。咱如今到底是咧创啥？伊咧饲鸡。阮即摆刚需要鸡。无需要。安尼无啊？咱敢需要律心？是啦。对啊。伊无要讲话啊，敢是有淡薄仔超过？你是讲你？用到里面啊？我是讲伊超过。等下哦，我要安怎？安尼以后就会当食鸡吧？因无爱食，莫食。你咧创啥？即摆敢是咧家己讲话？听会讲伊，听会讲律师无咧讲话，是因为伊咧认真。伊咧认真，伊咧认真就是做。哇，听会即摆嘛做到讲笑亏呢。律师会认真。阿酸，我咧问你讲，胖敢会使？毋是鸡敢会使生胖出来啊？我无读册啦，我册摕了，我册读了伤少，我毋知影。我毋知影。大家使就是，大家使就是替我解答吼。阿酸讲袂使，所以讲应该就是袂使吼。看起来大家嘛感觉即个笑亏足好笑的，我开讲是足侪人咧笑。笑啥？笑迄个。头拄仔听会毋是讲一个笑亏，就是就是在认真。对。听会讲惯性都拢用上温柔的声讲上过分的话，哪有过分？我学到你的笑亏讲了真好，应该无过分啦。有咧甲你学咯呢。对啊，倒位过分？本人讲的呢。头拄陈如先讲话啊。过分。即摆互你讲话，你讲无讲话，你讲是安怎啦？你讲互我讲话，我才讲话啊！你先歹去啊！莫讲啊，袂使啊，莫讲啊！拢莫讲。听会讲伊真是咧认真啦。好，安尼我相信天会。真正敢有真实？真正敢有真实？真正敢有真实？敢会晓讲话？你竟然袂晓讲话啊！律师嘛袂晓讲话啊。伊即摆讲袂讲话啊，但律师莫生气啊！生气嘛无法度啊。确定吼？无生气啦。无生气就好。你身跳网络无生气？无生气啦。
你身体我拢无受气，今日安尼好好啊，啥你食烘鸡啊啦？恁遐敢有烘鸡啊？无。那啊，敢有稀罕？伊即马伫。无稀罕，好，莫食。好，莫食。啊，毋过我已经咧行免路会伫咧我遮讲伊真正是，所以讲你敢莫食。我已经咧行路啊呢。所以讲你敢莫食，你到底是爱食还是莫爱食？我会烘鸡啊咧。林冠宪，你看我遮迄个有造型的条啊。啊，我爱照你的。对，你敢会使照这个？好，我看啊，我背一个哦。你是用迄个吼？楼梯吼。脚推，对。我会烘鸡啊咧。啊，你伫倒？两三，伊伫你下骹，我遮，你的倒手边看下骹，一、两、三。你我烘鸡啊，无早伫是困伫的，咱咧互你胖好无？咱咧互你胖。我就是做胖的人咧。我叫是伊头拄仔讲，我就是做胖嘛，袂放你煞呢。那你去迄个箱仔看觅啦，我应该甲烘鸡啊，就是囥伫伊内底啊。大家看觅，我遮拍拼认真做事，就是为了要做遮个胖。啊？佮帮伊把胖囥伫遮。我做人老是，我做事是真是安怎？啉杯啊，你看阮袂起。胖伫对。足侪胖呢。多谢。好啦，多谢陈律师。今日就是正式甲陈律师说，就是讲抱歉吼。可以。会使吼。哇，咪讲冠星是安怎遮尔高？我是啥物意思？高安怎？高啥？对啊，高啥？我伫甲暗高早。是讲伊其实是想要讲五星足高的，但是伊讲毋对。哈？你也讲冠星即个个性做吸引人的？哈？你发现我会歹势啦。啊，毋过我感觉你讲了对。哈？好啦，大家拢安尼啦，可能。是个安怎啦？讲我嘛袂使啊。即摆佫有啥物代志啊？是对啊。这个人吼，而且我做一个新的奖，我免当来试看觅。你过来做。你到底是创啥啦？试胖看觅。冠星有啥物个性是吸引人的？大家敢会使就是帮我解说一下。有读册敢是一种个性？毋是吧？毋是哦。你是安怎读啊？你是安怎会使甲迄个图安尼卡？我知影。对啊，你跳起来就会知。毋是你毋是会当比如讲安尼？安尼？草地安尼，你就会当用伫壁顶面啊。所以讲你是是先挂伫咧壁上怎？啊，对啊，你讲这图是无？对啊。对啊，这图你就是直接，因为你会当起伫壁的边仔嘛，壁你就搭壁起伫就好啊。有读册无算是一种个性，好，安尼我了解啊。鸡仔变做菜啊？啥物鸡仔变做菜？鸡仔。阿叔讲你写真好听，足吸引人的。凊彩一个人就是声足好听，恁就去互搞起啊！不要紧啊，为伫大家就，为伫我知影大家。是食醋呢，还是安怎？无啊，他有食醋啦哈。好啊啦，莫食醋啦，食一块胖啦。我才袂要伊即种代志咧。咪讲有读册，哪会讲会出做胖嘛？袂帮你算。一种话。吹牛。吹牛，你就是牛啊。甘蔗。真甘蔗。无人爱有心即马写落来啊。家己能放写落来啊。
啊，你无敢会人会有听？即马你敢会听？心听吧。要食西瓜无？听秋啊，你有试过哦？我有试过啊。现在你有试过？头拄仔拍入心的时阵，伊就西瓜蛋嘛，伊就落两块安尼。得小利亚啦！那呢，我要食。啊，你伫对？今日拢无人讲。好耍。哦，我有拢无看着你。人讲，拢无人讲啊！啊，对呢，暗时啊，敢有人要困？拢无人讲，就是拢无人讲甲会有声，还是有声就去运动。我可以的，我无介意哩。你看，会来西瓜？耶！你无当互我？哦有，足济呢。诶，现在扣无着。那安尼，你搁扣一摆。会对啊，你哪会扣无？现在我扣无？你骹棒敢有满？会满啊？哦，安尼，甲你无要滴的物件等出来嘛？我搁有位啦，你会当等我食。我，我会使困啊。大家敢有看到着什么画面？就是大家敢有发现，就是平悬的，就是天棚吊起来两个人，一个人较悬，一个人较矮啊。拢无人讲啊，阿咪是会讲啥？啥物拢无人讲啊？对。咩哦？哦，对无？哦，拢无人讲，拢无人讲有声就吸引人啊，嘛不要紧啊，一定嘛无。有时有吸引我啊。去啊，我若不爱讲，伊就无爱插我。诶，算毋对呢，一两三哦，安尼毋对呢，拆掉。一两三四五六七。不要紧哦，是会晓算数。不要紧哦，拜托，我想。对啊，你想？未用讲有声的声嘛就好听，互人就想要顾起呼哈。啊！你想要听到啥物？你若是讲甲我欺负，你想要听啥物声？种哎！新销一个教育团体。请大家继续，对，卖啦，卖停啦，安尼对。你是创啥？即摆是创啥啦？头拄仔起毋对啊。哦，是哦。对。迄甲迄个倒病的无病的悬安尼。你也有够过分，你也讲有心哦，嘛真好啦。你敢知影嘛是啥物意思？嘛真好的意思就是，对啦，是应该是你起毋着，是安怎？你爱跳我的跳啊？哈？头是拄仔毋是倒手柄先起的。我感觉笑死。啊，这是正手柄的，我想讲正手柄爱照倒手柄来跳。OK， 敢 OK？ 会当接受吼，袂生气吼，袂参照入心底啊，吼。我才袂咧，我已经是一个。袂发作啊，袂发作啊。阿姐讲安尼无啥好，无啊，我讲无啥好。卖啦。啥物意思？即只鸡仔是安怎会当食？阮是教育团体吼。啊，今日我无讲啥。你讲无啥好啊？无啥好啊。佫无大汉。伊讲无穿衫是无衫是另外。无啊，我哪有讲？拢你咧讲，对无？不要紧，回龙我咧讲。这个我看到你啊！期待有一天你入来的时阵，你就会跳舞啊！足久无看到你啊，是足久无看到你啊，还是足久无看到你啊？你有印象足久之前有一个，就是袂有着我袂记得是倒位的人，迄阵敢若就心咧开。啊，伊就入来讲，就是伊听无台语。啊，伊即摆来讲，足久无看，啊拍一个招呼，啊我嘛是听无，拜拜，安尼。好，无要紧啊，后摆才来，明仔载才过来。Tomorrow I'm outside。真欢喜看到你来。变去互教育的团体吼。互教育的团体。原来是安尼哦。原来就是欠教育，教育是欠教育的团体，应该是安尼。有影。就是你。哈？无，头拄仔就讲，头拄仔迄个讲迄是啥？哦。恁两个就同时讲迄是啥？所以迄是啥？
细只的动物会当食物件，啊，毋过袂直接大汉，哦，安尼是要安怎大汉？就是等时间，就是会减少伊大汉的时间，啊，了解。减少伊大汉的时间，即件代志听起来有了恐怖。就是你当咧大，啊你食较紧诶，毋是食较紧诶，较紧大汉安尼。就是当什么意思咧大吼，加食寡，啊食诶就会大现在汉。我愈来愈听无恁咧讲啥，诶，阿妈搞早，蛮搞早啊，虽然讲我毋知影是啥。嗯，最近定我头定早看到你看到告白的时阵，着美容写讲，足想要互，着听着足想要互人告白的时阵，我看到的是足想要互人告，我就想讲，现在怎搁爱甲我告？我你是定定互人是做啥物告代志？你是现在我就个哟，可能吧，去是哦。告家。是安怎爱甲阿嬷共款？哦，大概可能就是，大概可能拢就是去互，就是伫咧便所内底去互，就是阮身心发现之类的。发现啥物？你咧创啥？啥物？我嘛咧便所内底，啊，伫便所内是安底敢怎袂当伫有啥物问题？便所内底？可能洗，看别人洗身躯。哈？哈哈？哈，新消是一个教育团体，是消是一个教育团体。咱今仔日学着一项代志吼，毋为即是吧？个故事，咱知这是正影常啊吧？就是袂当偷看别人爸爸洗身躯就是哦，哈？是安阿酸怎必须要阿酸咧无爽快啊！阿酸是晕哦。你是看了会晕是毋？无，伊是讲是看着人会看教育团体，教育团体，伊真是安尼讲。下骹有迄个怪人，你哦，就是我啊！你是安怎伫我的家仔内底？啥物叫做伫你的家仔内底？你来看，讲啥？你来看，啊，爸爸，哈？哈就？是迄个啊，你伫对迄个生理人呢？毋是，是，就是迄个进前伫恁兜外口，遮有一个来抢劫的嘛，抢匪。哦，土匪哦啊，。结果对，啊，结果毋知影伊是安怎，你比我甲我的家仔大做伙啊！因直接袂歹啊不用讲，五星进前搁咧招我洗身躯，新消是一个教育团体啊，话讲要话莫讲遐尔啊白嘛。哦，哈？你敢无想要甲我做伙洗身躯？哦，大家拢无想。讲是，五星在地化你。是讲因就是生伫迄几家内你讲底哦？五星，若是讲五星有伫咧，就毋是教育团体啊？哈？敢是？哈？就是敢是我一个人的的问问题？题。就应该毋是哦。你想应安尼该会拍着我的家仔啦！恁两个敢会？家啊家啊路，你敢会当恁敢有迄互相单？恁敢有拍火石？我遮无。我有迄个五莫欺乱石负我。的家仔啦！奇怪，毋是有足济？是，恁拢无赖打呢？赖达有啊，迄个，我身躯顶有。哦好，哦，啊你人伫倒位？你若讲爱记你恁是教育，育团体哦。惨好。哈，是哦无。要紧啦安尼就心是今日才知影教啥物诶。对啊，伊是教啥物货？我无读。我嘛是今仔日才知影的。嗯，天花讲着心足勇诶，是上赞诶家母，家阿母。好，行就心咯。伊讲教育团体哦，不要紧啊。教育有家母足侪种诶啊，就是哈？就是阮的故事内底有一个先师，就是嘛是会算教育团体对无？哈？是啊，会使有啊。心。我头拄仔讲要赖打，赖打对赖打。那多谢。你看我饲诶家仔，恁即马伫咧创啥？头拄仔有怪人呢，想讲怪人对啊，伫遮。处理一下。啊，毋过家母啊有先是啊，我哦你拍嘛想要游戏啊讲一个代志吼，即马若是讲阮毋是一个教育团体吼，美容绝对是好无？有就责任的，对啊。
有用你讲想看觅啦，就是是安怎会变甲安尼啦？你说代志是安怎会变做安尼啦？啥物？是安怎发生的？对，是安怎什么一讲到啊？啥物讲啥物五星啦？啥物？到底是啥啊？你想看觅啦吼？天花问讲，烘入心敢会当食，敢会食一？阿讲就是教育团队变做运奖团体，无啊。会变做台湾大车队是毋？台湾大车队，那安尼敢无人要坐着心驶的车？健康教育嘛是教育啊，会使啊，咱就直接。我无插班啊。健康教育嘛是教育车门，咱的教育敢有健康？我遮嘛，根本无啊呢。就是手我想看觅，我可以当创啥？条啊，条啊。你哪会条啊？佮生做无共款？有生做无共款？无吧？我遮三个拢是共款的。哦。我处理应该是看会毋过我头拄仔无中毒呢。你是安怎会中毒？你佮那呢我就无改哦。好，无改，免改。绝对健康，会使啊。就是大家会使来食，我甲阮先生因仔会满外酒，虽然讲可能袂有囡仔，但是。这邀请是无效的邀请。对，可能是袂有诶吼。其实根本就无吧。你讲啥？大家会当来迄个哦。是安怎？哦，原来是安尼。是安怎？就是头拄仔迄个枪匪啊，拍了会有酒抓的机理。我遮诶迄个条仔无起起来。若是挂迄个酒抓的物件，去有传民的所在，就会互传民拍。安尼哦。莫看都袂有代志。莫看。哎呦，毋知呢。游戏叫大家冷静。就冷静啊！是安怎大概讲，大概讲着就是啥物，我爱生囝啥物事，大家拢无冷静哦。但是我着无咧生，好无？即摆无咧生。啥物即摆？嘛毋是要无。是要安怎生？对啊，要安怎生啊？即摆技术足进步诶。所以讲今日要教大家第一堂课哦，就是有心袂生吼，请大家。就是讲的物件是袂生囝。对，讲的物件是袂生囝的。哇，学着啊呢！有心是物件，知影啊。学着呢，今日阁学着一个代志，有心是物件。物化有心。恁即摆搁咧去我伫头拄仔遐发现迄个楼梯呢，就是会当直接爬起哩迄种。恁拢毋免困呢？我来困。我爱转去啊！嘿，天火来看我去的庙。今日是，我是设计师呢。对。就是应该爱讲有心足够的啊。是安怎大家拢在讲，就是林冠新足袂人的，啥物意思？无法度啊！有心足够甲人设计无毋对啊。有心，你平常时拢为倒位去哩？你莫直接，大概就是伫我遐经好无？有够无爽快。有心，你拢为倒位去哩？啥物倒位入去？我帮你起即种楼梯。你即摆是？我需要伫遮。我即摆需要起遮。安尼我看即边，但是后壁是毋是应该嘛是爱有条啊？林冠生，我头拄仔伫咧甲伊问。嘿，我来看。后壁应该爱有条啊。你用这个爬起来啊？后壁，若无后壁就照迄个头前的款，好无？呀，你敢会晓爬楼梯？我已经爬啊。是安怎你阁摔倒来？要大汉。就是我爬了伤。哇！袂晓爬楼梯。我会晓爬楼梯啊。行家就是爱安尼行啊，安尼较省啊。我的猪肉应该好啊，对无？
猪肉。头拄仔囥伫个顶悬啊，无去食。啊，我的猪肉咧。我有想起来，毋过应该无食掉。哦，哦，我无相信就心毋。是，我有换3只迄落鸡烘鸡啊，来。我刚头拄仔敢有食猪肉，应该无啊。啊，我的猪肉咧。啊，我的猪肉咧。我是认真无食，所以我。结果敢会就心我甲你讲哦，毋是无食饱，就号做无食哦。阿咪讲啥？你知吼？阿咪讲啥？阿咪讲啥？阿咪讲伊无安尼讲，伊讲啥？送无安怎讲？有啊，我即摆毋知影，因为我头拄仔足认真诶咧看，阮诶迄个，阮诶条仔要安怎起？啊，天慧咧甲我笑。你笑啥？无啊，我头拄仔想讲，我甲迄个。猪肉伫遮啦，猪肉伫遮，我摕去互你。哦，阿咪讲我无生囝哦。三四，你是咧甲我安慰哦？还是安怎？七。就是我无生囝，是一个正常诶代志吧？毋免安慰啦，即个意思。哎，像怎大概爬楼梯拢会？拢会。爬楼梯拢会下落来啊？你技术歹啊！哦，安尼。无要紧，哦，加练习就会进步。无，我即马。我画图嘛是安尼练起来。是哦，有练起来哦。啊，敢无？一、两、三。无，我发现是一个代志啦，就是我甲。真正是一个教育频道呢。是甲安怎啊？只要加练习，就会当学起来。啊，无咧。啊，无咧。啊，无咧。你讲啊无？你讲的拢对。对啊。哈？你是咧讲啥啊？猪肉。你头拄仔是咧讲啥啦？你咧想啥啊？无，我来分配。哦，耶稣讲加爱20分钟才会大汉。啊，安尼就是我。毋是个问题，我头拄。你揣无猪肉呢？有啊，对，我的猪肉呢。啊，就是迄块，就是迄块。你说即马？即马就是。迄是胖吧？胖，对啊。你头拄食迄块是猪肉。你行啦，我要哦。我甲胖互你啊！我要起庙啊！我甲胖互你。好啦，多谢啦。但是我咧起庙啦，今仔去边仔耍啦。囡仔人。哈？无即摆是啥物意思？无啊，无。啊，我做歹。毋是你。就是阿咪，你讲啥？啊，那安尼你是讲倒一句？阿咪讲伊无安尼讲，伊即摆伫咧我遮讲伊无安尼讲，但是我毋知影伊是咧讲倒一句。我嘛。你是咧甲哦？伊可能是就是咧回我头拄仔讲的物件，但是应该我嘛毋知影你是咧回倒一句。无要紧，有一个我知影是咧回倒一句的。天慧讲冠星是大艺术家，会无毋对。哦，你讲的拢对。你无想要讲话啊？嗯。哈？敢有啥物问题？欢喜就好。哼，问题真大喏。问题伫倒位？伊讲。嘿。伊讲大家拢亲，大家拢学罗关心。哦。阿酸讲我是骂人的大艺术家。好啊，阿酸，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就是无爱样。这个安怎？啥物无爱样？不要紧啊。阿酸嘛毋是无爱你啊，对无？不要紧啊，我知影大家拢无爱。无啊，你还有我啊，我嘛无爱。对咩？逐摆拢讲我爱你，你讲免？我嘛无爱你。你看。啊。我边是毋是有人？行马铃薯。我敢会使。马铃薯，你做马铃薯。马铃薯。无啦，我真正无哦，大概对这讲生笑吼，就是我无想要向大家就是期望较有啦，就是这都是做一个好过尔啦。
啊，虽然我讲有青青爱你，满的起风卡油。对，对，有青爱你对啊，我嘛爱伊。啊，啊啊你讲啥啦？你讲啥？我嘛爱你，还是我嘛爱伊？我嘛爱伊啊。哦，我头拄仔想讲哈是安怎？哇，那个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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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死！无呢无呢，这两句的关联是啥？无迄个满话，无道济是因为囝毋是老师的，啊，上讲的什么意思，毋是我讲的。你还确定呢？歹我袂讲话呢。对啊，你我袂你袂讲话，迄个责任是我爱承担，是我爱担咧。你饭都已经黑白食，话都莫黑白讲啊。对啊，你哦，哦，我真鸡啊！好着听的，大家。我今日讲有认真咧做代志哦，哦，莫阁讲我袂晓算啊。真正我知影讲你做高算，什么意思？走去啊！无啊，就是讲你做高听起来有啊。淡薄，你讲足高算，听起来有淡薄怪怪。那有，这有啥物？你会使这有啥物怪想怪怪怪。啥物讲足高算的？算啥？哎，算 Minecraft 啊嘿嘿嘿。啊啊啊啊！啊！规则才会安怎来表达我意爱？嘿，他一个物件，诶，巴布罗巴无啊，巴巴拉巴，啊，看无啥有。回顾啦。迄落贝咧，后什么几啦壁讲诶，可能讲迄一寡就是地出来的，无安尼后壁会伤客。我即摆先甲迄个地乌乌咧好啊。哦好，啊，你去？我用迄个条啊吼是，安怎？即只鸡仔伫下骹，一两三，是嘿，安怎？两伊一 OK，直卡伫遮，伊到底是伫内底还是外口？来啊！啊，算讲伊嘛真爱我。哦，我即摆考虑看觅，我敢要爱你。哦，不要紧，我爱你是毋免你爱我的。哇哦，哦，足亲近的。即摆是毋是要迄个？大概是毋是要过迄个西洋的迄个就是汉堡？毋是，歹势，就是行什么吧？行鸡啊，有迄个行鸡啊，烘鸡仔节啦，就是12月的时阵，大家拢会食烘鸡仔的迄个。伊毋是烘花鸡，迄是11月，迄是11月，啊，大家平常时敢会记，就是讲有想好，就是恁的迄个西洋迄个节要安怎过？就是阮是无咧过啦，所以讲，就是一般来讲拢是恁咧过嘛。啊，但是大学就嘛有足侪，大学嘛有足侪，着即摆就有啥物高啊礼物啊。我毋知影着恁学校敢有迄种，大家敢有想过，就是要安怎过？无读过，因为阮迄工嘛是爱照做工课，但是大家会使分享吼，就是恁变创啥，才应该爱读。明仔载去斗入界，斗啥？哎呀，大家吼就是斗啊，斗即种。哦，啊你啊是安怎有迄个啥物圣诞灯哦？迄讲是公民灯。因为一般讲圣诞是神明做生日，对啊，会使点公民灯对无？啊，毋过对迄个西洋人来讲，迄就是因的神明啊，所以讲迄是公民灯对无？应该差不多啦，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原来是安尼哦。迄个就是神明你是爱生日点，的时阵咧点。你会使点一个，对啊，就是你会使，就是讲你感觉即马阮遮保庇无够，你会使考虑看觅，就是去甲因讲，找别间，爱登记。对，迄个物件拢爱先登记啦。就是我建议大家吼，就是爱先
安尼较好啊，安尼较有保障啊，甲恁买保险是共款。保险。敢有要困？阿选讲伊嘛足讨厌交换礼物。对啊，交换礼物就是拢无啥物好的物件。交换礼物就是甲你穿好物件啊交换互别人。对啊，应该是公平点吧，我嘛毋知影。我会记得，迄个，那是西洋人嘛有一个专门咧写迄个囡仔人的生死簿的，一个老人就是看迄个囡仔一年敢有乖，啊若准无乖，就伫迄个因的生死簿内底，就该写落去，啊伊就该写，啊伊就摕无礼物安尼。你的生死簿敢若是摕无礼物咯？对啊。还有去顶悬袂死哦。反正是你伤过无乖，就会变做后摆的礼物的材料安尼。有啊。那像有一个恐怖的故事，就是照即个主题来写的。我毋敢听。毋是啊，正常听到的是若无。那呢，我知影是安怎，我会较早死啊，因为我就是。啊，选讲伊交换礼物完全无收到呢。啊？安尼袂歹啊，上无你毋免处理一寡应该是本事。袂使吧？安尼袂使吧？你若讲毋是，是为3楼有到1楼的迄个广场，有一个树仔，哦，所以讲因敢会种树仔，恁敢有咧困啦？有啦。我有咧困啊。哦，那安尼是我无咧困。哈？是安怎？我。哈？啊，选来安尼，通常交换礼物毋是拢会有迄个规定讲，你的礼物爱偌济钱？而且应该是你嘛是会有礼物吧？冠生，你身躯顶敢有胖？胖哦。有。我无，啊，毋过我有西瓜。食胖较紧。西瓜较甜。煮喙干，佫袂爱开，好。袂要讲讲。哈，Vital Lion 暗暗。Vital Lion 暗暗。大家伫我遮拢分享一寡足凄惨的经验呢。啥物经验？就是听会讲，伊进前交换礼物的时阵啊，就是足认真，就是用一个围巾啊，要送互别人，啊，人就较气嫌，人较气嫌。天会做的啦，天会做的。透人会安尼啊，我收到的人气嫌。对啊，我嘛足想要爱的呢。若是讲真正有人就是有。就是做即种围巾啥物件好啊！我伫遮，我会伫遮啊！看出来呢，这有够感动。对啊。你要食物件无？啊呀，嘿。像我爬袂入去。爬袂入去倒啊？你袂晓爬腿啊？毋是啊，大概拢爬修桥过，大家敢袂使甲我讲是安怎？哦。啊无你甲 shift 起咧？耶稣讲。人甲邀请讲要交换卡片啊，啊伊足认真准备，啊结果对方无送，伊无收到，啊明明是人甲邀请的安尼。啊，竟然有人遐过分啊！阿选是头一摆参加迄个交换礼物，啊，就无摕到礼物，而且伊讲是摕本色啦，啊伊的礼物搁互人气嫌安尼，哎哟。到底在啦？安尼，大家会使莫算啊，像种就是你来算就是，无啦，就是听讲，我听会生气是因为我感觉恁最重要嘛，嘛是感觉讲，那安尼就是就莫算啊，就那安尼是安怎爱算？若是讲你无想要好好准备，还是讲你会使，就即个物件应该是爱先讲好诶，若是讲你感觉无好。你会使，就是莫答应。莫，而且我感觉莫直接讲出来是基本的礼貌啦。对。太有人遐无礼貌啊。对啊。对。你的经验较好，你先讲。哦，下页嘛有，就是准备500块的礼物，啊换着本色安尼。大家交换礼物的经验嘛，上恐怖啊吧？无要紧哦，遮个人哦，拢会写伫咧。我知影，会使。这你咧管的吼？帮恁处理。毋是啦，就是阮无咧管谁用的啦。但是我感觉这对礼貌啦。基本的啦。对。吴生。
啊，你敢知影？就是若是你徛伫悬悬的所在，就是徛伫边仔，你饲 shift 就袂摔落。哦对，所以若是你，比如讲你伫遮，啊你行，你饲 shift 就会跍来，你搁行就袂摔落去。哦，好，啊，毋所以若是你过你会行较慢。等下爬楼梯，你哦，会当多谢，饲咧行，哦，多谢，都袂摔落去啊。嘿，你也讲，你也头一摆交换礼物的时阵，伊直接用红包送互别人，啊伊收到一个，就是刀啊，短短的刀啊，一点多啊，是安怎会收到刀啊？收到刀啊，听起来足恐怖的。有啊无恐怖呢？收到刀啊，就是之前毋是拢讲啥物选举的时阵，若是收到迄个出头李公刀也是，对啊，收到多啊，听起来就是是有了啊即种的。对，收到刀啊，甲迄落啊金纸，迄袂使吧？对，足恐怖的。迄袂使吧？这有淡薄仔伤超过啊。嗯，但是迄个，若是讲是迄种，就是军刀迄种的，可能伊讲对方是读农业的，哦，所以敢是做实验的。所以讲就是那安尼应该算袂歹啦，就是伊送你，伊感觉上实用的物件件，对，嘛是有就是心敢若无意。歹意的感觉，毋知影敢有啦，毋过啊！阿选收过，有捌收到金纸呢。哦，你是拢拄着啥物款的人？对啊，这袂使吧哦？哇哦哇！第二摆参加的时阵收到金纸，我感觉是毋是即摆迄个囡是仔拢毋是无互啥过过？无啥物礼貌，会对呢，足侪拢无礼貌呢足。恐怖的。真正是想要互伊一顿粗饱迄种。你有闲的时阵会当，嘛毋是讲我无插班啊拍啦，就是若是感对啊觉家己有危险，安怎落去？你敢欠拖？我即摆无欠，是我想要回家落去。这看起来较安全。哦，遐嘛袂歹。我嘛是下做灯啊。我们来种甘蔗。啊，今日敢会使干若去食就好啊。去对。我已经感觉袂歹啊。比进前拢加做好啊。进前到底咧创啥啦？毋是，进哦，前对，就是有人袂无。晓坐船，歹势诶。我感觉进前就是咱定哦，定，到底是啥人无晓坐船？可能无物件食嘛有差啦，就是哦一直无法度比如讲保护着一直死。比如讲，伊捌看过收到金纸配一包香，是安怎啊？就是别人因兜就是有阿姊无出嫁，是毋？啊，哇，啊，需要去找迄个。这隔壁是毋？我无讲啥，我无讲啥，你注意哦，我无用讲啥。过吼，你用过哦，无，我替伊找伴呢。有凉拌，哦替伊找凉拌，啥物？我啥都无，我连名都，我连名无啊，我即摆即嘛是咧讲名，我哪有讲名？哦，一个好的对，好好的伴呢。伴，啊对哦，哇哈，好啊，无要紧，咱若是善良的伴，讲啥物话讲毋对嘛，是袂讲来处理。啥袂讲，咱得是着别人嘛是咧找袂讲。歹势啦，袂讲。伊嘛找无阮，所以讲伊嘛是敢若会当找无讲，对。有够好笑。来看觅我遮的老话。配一包，像我这真正是，这若是讲你以前吼，阮迄个时代你安尼吼，你真正是会去互人。对。阮迄个时代你若是安尼是袂使，因为之前真正有迄个，就是我知影有人就是送即种物件啊，就去互烧迄个啊，烧砖头的啊，哦哇哦。对。就是即个名对，可能对以前的人较无法啦。即种物件是袂当黑白送。我即摆就是咧种甘蔗，要做汤。免则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暝啊，咱兜阿娘啊咧花，
搁想要食呢呢，会等你大汉5年5爱等几个月？几个月就会大汉。阮讲袂使，哎，讲袂使就是用一个土字出来，土字啥？土字啦。土地哦，好啊。土地要起伫对，石头的呢，石头的土地呢。就是头前遮，就是即摆会道的遐。哦，好，花伯遮。土地。下一页讲，进前嘛捌伫红包内底收着金纸，啊，有人讲迄可能是去拜拜的，啥物意思啊？所以这是一种祝福啊是？这袂使啦，这袂使。敢有安尼？这听起来就，这确定无听过安尼呢。听起来毋知呢。有料啊，毋通哦。我感觉阿酸有得到迄个有心的金团。伊讲伊做想咧甲金纸小号送的人，啊，直接甲伊甲金纸包起来做伙烧烧咧，非得烧烧嘛分袂出来。对啊，烧烧咧啦，烧烧咧啦。有心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吼。啊，你是啥物意思？我伫咧遮咧，我伫咧遮，你是爱我替你烧是？哈？无啦，我是讲你迄个时代，若是乌白送，乌白送会去用，就是真正会包起来做伙烧。无啦，烘包起来，迄个工就升起啊！就升起来，就是烘你厝里人做火烧啦。对啊。较有伴。对啊，恁就是规个伙仔入去团圆安尼。这有啊吧？对啊，大部分咱即摆来想看觅后壁敢有爱几个条啊，好无？敢毋是照头前安尼？我来。会使啊，嘛是会使啊。阿选第3摆收到的是迄个红色的线，就是迄个警察去迄个。啊，佮就是正面搁一条，啊，遮一2、3条，啊，中搁2条，安尼敢袂使？哦，加2条。就是遮4条，啊，遮嘛4条。1、2、3、4。我等下袂熟啦。好，我去看。啊，你爱计几个角啊？你决定，还是我着照头前的？比如讲，若是我收着少年若无一时戆，路边若有应讲收互伊家己用。高道具哦。哦，有高道具哦。我有介意。就这有当时是一种，就是。这是啥物意思啊？就是伫阮的迄个时代，你若是安尼吼，你就是直接是调工去互人，去甲人，你知影无？就是你就是调工的，所以讲，即种代志也是莫做较好啦。就我毋知影，就是，但是我应该，就是我咧收你的迄个恁同学，应该嘛是调工的吼，应该毋是。哦。看迄个交换礼物的时阵，敢大声知影是要送互啥啊？啊，毋过就算毋知影是送互啥嘛是。伊嘛是调工的啊。嘛是了超过，对啊。对，我要建一寡，就是啥？就这真正是有了超过，对。就是，但是，若是感觉好耍的人，应该就会感觉耍，啊，毋过。无啊。无，这毋是好耍无好耍，就是若是讲，若是有个人就要紧即种代志，那安尼这就是一个非常超过，无好笑的笑话啊。但是我感觉即个物件就是可能要安怎讲？应该无啥人会感觉即个物件是好耍。因为这可能就是你去甲相讲。大概听起来拢是，就是伊听起来拢是，就你伫咧台湾，你无可能毋知影金纸是啥物件啦。卢比安安，卢比安安，卢比转来啊！总算下班啊，恭喜哦！就是我感觉这是就是，就那亲像你不会，你袂迄个吧？你袂迄个送西洋人，就是因无介意的物件。但是恁就是应该嘛，袂使就是大家知影我咧讲啥。
我知。 Bruce 暗暗咬炸。金纸对啊，就是有人伫咧迄个西洋的迄个老阿公节啊收到金纸，但是老阿公节，这物件老阿公节毋就是圣诞节，恁讲的西洋圣诞老阿公节啦，就有老阿公会出来送礼物的迄种啊，毋是，敢毋是？哦，安尼就号做老阿公节，知影啊？啊啊，无啊安尼我就是啥物节？台湾的老阿公节是9月9号。毋是，对毋是万圣节啦，是12月迄个啦。我知啦，9月9号，迄是迄个咱传统的啊，迄个中央。对。老阿公节。哦，感玉婷平安。天才批讲，若是有人感觉无爽快，即款代志就会当同齐讨论。对啊，对啊。就是若是有人无爽快，即种代志就应该啊，爱为什么摕出来讨论敢有要困？。有，我转去啊，我咧转去的路里，啊是我 OK 应该甲我的名称拆出来食。啊，大概拢好新来的人是毋是无听到？就是昨我梦到美容，啊美容拄啊创啥？你可要讲一摆啊？佮讲一个，对，就是昨我梦到，对，我并梦，啊我就梦到，就是我甲阮三个甲就是观众，啊就是去一个游戏内底，就是算，就是可能是着恁伫咧迄个VTuber 迄个着讲迄个林冠信收紧啊啦。我无倒啦，咱逐摆拢哦，你甲我拍呢？我着甲美容一组，我就是共一组的，着我着足相信美容，着对伊走啊。迄个游戏敢若是台湾的，所以我嘛毋知影，所以讲阮伫咧游戏内底是为迄个台病医行到迄个102遐，着甲伊行哦，着足忝的。着行，着总算是行到102遐，就是爱甲迄个任务嘛，着向甲我刣死呢。我真正是，可怜哦。我真正是我迄当时我感觉就是我所谓，就是我对人的迄种善良的迄个信任，全部拢无啊，全部拢无啊。只有讲我来，啥物讲来？你真正是。哦，我今日是起来的时阵，我真正是，而且我讲甲别人扒，着恁知影，就是阮先生拄好来，着叫我扒着，有够好笑。我看，就是我伫咧就是梦中啊，就是想要甲人拍，着直接，我直接安尼拍，甲伊拍落去，着，拍着我边仔的人。有够好笑。有人问我讲是安怎武生甲冠生，互我吊伫顶面？因为我嘛毋知影，我即摆嘛无看着啊。对啊，我嘛无看着，嘛无想要看。啊，毋过天才批讲，我伫马通。大家会当去看，就是武生。有听讲你昨无参加到我的迄个买卖台，以后阁会有哦，以后阁会当阁来啊。着今日是起庙啦，哦，就是希望大家会使。啊，你即摆你食有人说？嘿嘿，对啊，即摆迄个面具，迄个面大伫迄个陈如新遐，你会使甲陈如新买。鲁比讲现在冠仙搁伫咧马桶内底，啊伊着感觉舒适啊，我着想讲。啊，地基啊嘛，熬早。今日大家咱去庙吼，好，大家无乖，敢会使家己摕金纸来开？会使啊，完全会使。你若是爱摕金纸来开，你爱先登记吼。今日早上，但是阮遮吼就是敢若收迄个，你会使甲别人买啊，以后可能会有迄个就是 2.0 安尼，啊，互大家有另外一种算法，我阁想看觅咧。吼，啊，大家就是昨有
中午就是会参加到迄个买卖台的人吼，会记得去送迄个饼干呢。你爱送，你爱互我评论呢，对无？安怎？是讲有人问讲，冠生即摆伫马桶，安尼敢袂去干着？会哦，感毋着是啥物？寒着，佮感冒一摆干着就，是感冒的意思。佮感冒一摆。搁感冒一摆，无要紧啊，我无差。反正我毋是自愿的啦，大家知影吼。有啥物别搁咧食啥啦？啊！变变叫叫，送今早是要互你来家己买，家己买哈？微风讲卫生纸泡伫马桶内底，对啊，哈对，伊就是迄个。哈，诶，送今早是要互你来家己买。便是甲卫生纸我要买嘛是无共我要的。买啥？我无想要买啊！我就是感觉迄个物件足无效，毋是啦，毋是啦，我感觉足有效的，请大家各位头家啊，各位头家人好呀，会记毋是我得来买。伫，哈，碗底好食，知影。毋是我伫，我知影，一个铁的挂，互我烧到伊涂骹。你在讲啥？我嘛毋知。有毒的马铃薯敢会当烘？有毒的你搁想看觅？你问马铃薯啊？对啊，你问马铃薯敢会啊？变做无毒的？这你爱问马铃薯？你会使问本人啊？对啊。足有效的呢，我袂了，会当烘我买啥个？我买啥个？对吼，足有效的吼。哦，大家知应该会知影，就是我是迄个。找着盐浆，木屋要困啊。哦。大家拢甲我 He's 讲袂使。 sleepy. 晚安， OK. 啊是灭舞哦。 Good 哦 night. Yeah. 晚安，Good night。会用即只爱透牛奶。好。买啥物啥的？有啊，伊昨买物件，伊用你的钱买有够侪物件，Ruby。伊伫遮就是无，昨我毋是开迄个买卖台，啊你毋是出去倒头路，对啊。对啊。阿酸就是伫遮伫阮遮吼，我伯伯吼，啊毋是我伯伯啦，阿酸头家有够大班的吼，毋是我伯伯，毋是我伯，绝对无我伯伯，无，捌会啊。多谢头家，多谢头家。啊，是安怎？送甲我拍，我无甲你拍。粗鲁的就心。那有我无拍着你。哦，啊那我哪会听着这啊？你是摔着的我摔声。落来。哦。讲好爱好啊。哦，cat, I'm on。啊，啥物意思？阿叔讲用迄个牛奶，用牛奶卡袂有加速的效果，会真正的哦。你在卡啥？用手好啊，就是我想要，是安怎变胖？就是我想要迄个啊，想要迄个用迄个有，就是。你要学啥？你要学这哦？这用补头啊？甲用插头做的，还是插头拢是用补头较紧？是哦。对。嘿。我嘛，无。啊，那安尼我去听。冠生，你敢有印象？进前毋是有去一个有水墙的所在？水墙？毋是这个。迄溜仔远呢？是吗？敢无溜仔远？我的印象中是伫迄落，就是迄个深深的坑的后壁尔。喺楼梯啊。你要去？你要去创啥？我要去卡迄落盐浆起来。是安怎？阮遐尼侪紧，但是无钱啊。钱？无钱啦。钱？对啊。因为迄落啊，钱爱用做的啊。啊，是安怎有经？迄是拍迄个骨头人，拍骨头人就会落。那安尼我用补头好啊。Cat 讲有毒的马铃薯无路用啊，安尼会使等遐夹。阿酸讲迄会使改迄个成就啊，恁敢有想要改？你讲食毒的马铃薯哦？哎对啊，有毒的马铃薯无路用。会使啊，等下当来。啊，马铃薯，你听着啊袂？有人讲你无路用啊，莫看伊的台，看我的台。无啊，咱的马铃薯都毋是有毒的马铃薯啊。
哦，即除非伊即马做讲已经无效啊，除非伊做 toxic，安尼即马就是有讲已经毒的。无效啊。什么是 taxi？它是就是 toxic 有原毒的。底就是有毒的意思，啊，毋过嘛有讲迄个有个人讲话的时阵，会互你感觉呕，嘿，起无加油啦！啊嘛毋哦，是我知。卡油，就是那安尼就是有声，就是 taxi。我头有，无啦，伊无啦，无啦，毋是迄种的啦，就是有人会感觉，应该是较生活即种的，无嘛毋是，就是讲出一寡，就是恁有甲迄个足踏实的人，就是相处过无？就大家即摆会使分享一寡相处，对。炸！你会使就是大家会使就是分享家己的迄个经验嘛，敢若起伤活着。哇耶！你今仔日真早哦，真够早哦。就是大家会使就是甲行因讲啥物，互做踏实。对啊，啥物是 taxi？敢无人会当甲我？就是有人会讲 PUA 啦，互我食哦。嘿干这，毋是啊，这毋是有毒诶。那你我若是直接，你敢有要食看觅？无就等遐甲，好啦，对无？食看觅，迄到底是啥我嘛物？食看觅。啊，我伤饱啊，无法度食，我先去走两，我先去走咧。运动。你有牛没事啉无？无啊，着甲你拍招呼。遮附近拢无牛呢。牛啉要创啥？街原底有牛，啊，我原底有即马牛，有牛啉无？即马有啉无？我即马袂，无代志啊。无就是代志啊。过一可能时会啊，就无代志。 gaslight，就是 gaslight 哈？啥物 gaslight？你讲啥？你咧讲有毒还是无毒迄种代志哦？我食落嘛无代志呢，对啊，其实无代志安尼。恁敢是食着烘的？无迄无烘过，迄有毒。 PUA 哦， PUA 就是会讲啊，就有人会讲啥物啊，无我就无人伫咧要治理迄种诶，对无？有一种人会安尼嘛是甲你讲话啊，拍油，对。迄敢卡油阁无啥了啊无共，就是伊真正是伫咧讲一个毋是正确诶代志，就是应该讲迄是有计划要甲你骗，对，你甲卡油阁无啥共。所以大家啊细年吼，就是咧交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讲台湾诶啦，都拢莫找即种诶，大家一定爱知影吼，哦，就是袂当找即种诶，因为你真正可能会真正会就是感觉讲是你诶毋对，嗯，有一大家爱个设计啊，搁就是尤其是有的。对，会甲人控制。通常拢是对，其实伊嘛无啥爱你啊，对就是嘛是会希望大利家，用感情的迄种。就是伊敢若是就是想要透过你听伊的话，就是伊就会有一寡迄个成就感啊。我嘛毋知影，因为我感觉着即种想法其实有点变态，对。对，爱情的骗子差不多迄个感觉。对，毋是我即种爱情的骗子吼，是。你是倒一种，搁有分？对，我毋是平常时讲我是爱情的骗子，但是毋是我即种，迄真正是会危险，对。就可能会骗你的身体，还是讲骗你的迄个骗你的钱吼，迄袂使吼。较袂起来呢，是要安怎用？大家敢有要困？我伫遮无眠床呢，我落啊远，恁敢有法度？哦，gaslight，对，是 gaslight。哦，对啦，迄 gaslight，对。有人会讲啥物？伊伊就会黑白，就伊就会合理化着伊家己做的所有的代志。但是你迄当时你真正会感觉讲哦，伊会安尼做是因为你无够好，但是毋是吼，请大家莫安尼想。你讲安怎？是，等盐椒豆向我。你是毋是无救啊？毋是，家己啉落，哈哈。
落去啉，落爱去去玩头人老有开，弯头底，啊好，弯头。你在讲啥？你嘛是咧家己讲家己讲，天才批甲我家己讲，话是。无天才批甲我讲，就是若是迄个航路的，对，而且航路加的加斯原料拉，其实加斯拉是毋若，加斯拉是毋若就是会出现伫爱情内底哦。嗯，就你有可能就是甲朋友啊是啥，你可能嘛是会安尼，但是迄当时就是你若是知影讲哦，即个人怪怪的时阵，你就爱撒油那啦，哦，大家有听着吼，大家知影无？游戏嘛有讲啊，这是安怎？ toxic 游戏 relationship 会甲一个人的精神用拍歹去安尼。就是你会变做一个，就是我感觉是足无自信的。对。对着啊！哦，你是得到迄起摩个卡油，哦，无啥共，而且 PUA 内底嘛毋干啊，他就就是毋迄是干啊个想要念拍 gaslight 尔，泼念拔泼，是拔拔拔，拔，遮敢若是起毋着对着无？啦对。迄敢有？你我后壁有无公司，我甲你拍，你后壁有公司，我甲你我甲斗拍你拍，，啊，我甲你敢袂使，斗拍。敢袂使迄个，敢袂使人斗迄个拍。人参包公司？哦，啊安尼哦。会使啊。你食看卖啊？无你食看觅嘛，吼。无你食看卖嘛吼。头拄仔讲着啥？哈？对啊，有先有人咧问讲，迄个厝头前的迄个哪关门是要创啥？我敢若是感觉安尼好看，哦，好单纯好看，大家有听到吼？好看啦，好看啦，就是一种无路用的物件，但是我感觉好看，我就会买着。啦啦啦啦啦！两位阿妈牛仔，不用来啊，不用来啊，哦。不用，逐摆拢会甲，就是若是讲阮咧足认真咧讲一个物件的时阵，不用拢会就是讲一寡，较奇怪就。是对，所以讲新消息的教育团体，但是若是讲阮伫咧教育的时阵，不用总算是会甲阮想要教育的物件，就是有够奇怪的所在。无开花的时期。所以讲不用明月嘛来我食，明月暗暗。对，明月就是伫咧讲，就是啥物伊爱我，就是大家知影吼，大家即马知影吼。嘿，知影伊爱你，知影。即马就是起门卡语啦，即马这就是 PUA， 然后去还一届，毋，就是是莫安尼吼，就是即种话啊，就是大家若是定定听着迄种来卡油啊，无好啊讲话迄种吼，大家就是卡转去拜拜。啊，明月阿慢，盐酱无。毋是卡转去啦，就是莫甲伊吵。有人真正是，我真正有看到足侪人会晓安尼啊，就是讲哦，啥物，美容的味是未开花的味，就这是起码开。你讲的呢？毋是，是伊家己讲的，哦，我想讲，后壁。就是明月讲来卡油者，卡油毋是安尼用。倒位无？你是讲迄光光的所在吼？你是咧甲我卡油哦？卡油，若是讲无起码卡油是另外一种，你是咧食我豆腐哦。叭叭啷梆梆，我伫咧遮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半暝。迄光光的所在，敢就是盐酱？无一定啊，反正是火饼。美容的味是未发现，去互我就是起价。什么意思？哈？恁两个即马是咧我食就是哦，这敢是 T。啥？遮我学着 T 呀。遮有足侪甜的啊，你凊彩学讲。几块尔？哎呦，哎呦。我这边足侪，白白。发光呢？我有足我无侪。发光，无啊。刷苦啦点点，200块一颗，200块一颗，恭喜美容。
啊，大家敢要困？无人要我困。伫一个，我伫无法度困的所在，我伫较啊，远的你今日无所困，今日莫困。好，刷困了。你今日是咧冤家，你敢知影冤家有可能就是擦哦，然后会擦出感情。哈，阮感情你足好的做有啊。经验的哦。无我咧讲美容甲名话啊。哦，好。啊，毋过你有缘啊，是做有内底经验的。内底敢若分一个物件出来。啊，今日就是外口去了后，咱敢若想看觅，就是要安怎？林冠生，林冠生，我来啊，我来啊。讨厌就是讨厌。哇，这听起来就是迄你特个，别叫林冠生啊，真的咧会讲的话。佮甲讲讨厌就是讨厌。无啦，讨厌啦啊，选咧讲讨厌就是讨厌啦。会对啦，其实讨厌就是讨厌。你现在怎咧食即个物件伫咧呛啊？你即摆是咧食了嘛无代志我头啊。前就是，林冠生现在怎咧伫我头前就是食臭气的物件。因为我知影我食袂安怎啊。好啦，互你胖啦，多谢你的胖。庙遐定定加互你开个。爱做感谢感谢。吸对，就是你即摆就是咱要安怎分区啊？就是即摆阮有一个对啊。哦。啊，新川囥中对无？啊，你要对？哇，凊彩。无凊彩啊，哪有凊彩啊？中，新川是阮遮中。对啊，新川是中啊。啊，阮遮隔一个遮互你好无？对，你是毋是？你伫咧阮遮嘛是伫边啊？伫遮好无？边啊较舒适。哦，那安尼陈如新的迄个。有90度。陈如新，哈？哈？而且较有加啊，还是讲你感觉惊？敢遐伤差？袂啊，遮伤差。我毋是讲你啊。毋是吼，甲如新带工一间，敢佫需要考虑即个问题？无，你若是伫咧遐，我就甲陈如新囥遮，你就袂感觉差。对啊。对啊。对，我是讲遮有鸡啊，所以讲恁敢会感觉足差诶。哦，鸡啊卖啊。鸡啊，甲陈如新囥做伙，嘛是会使啊，差不多。对，那安尼就是食陈如新啊。哦，安尼我来食。啊，你伫遮好无？食嘛。食啦。食吼。即个角景吼，食。对，啊，我伫咧楼顶。哦，好。啊，涂骹要用啥物材质的？我毋知，你敢有推荐？插头好看啊，插头舒适啊。但是规间拢插头，你会觉感怪怪，而且阮庙里嘛毋是插头啊。哦，爱照庙里啊。你无爱照庙里嘛是会使啊。拢好。看觅即摆有啥？想讲，逐个人的房间可能会使小可照家己介意。我介意插头啊。不啦，新无家己的房间就画起来，就是画迄区起来，啊，家己处理。会使。但是我的房间等恁的房间好呢。啊，迄个即个红色的插头佫无啊？我无得继续去啊。无啊，你伫2楼，你会当甲迄落升起起来啊，反正伫2楼嘛是一个平面嘛。无，我的房间偌大啊，就是你共款甲2楼起做一个平的涂骹。乌像阿叔讲乌像蜜甲红砖。会起死呐，所以才爱起啊，对无？啊，橡树木敢会使？还是讲乌的？你爱切呢，还是乌的？大概切呢，还是乌的啦？无人甲我插。切呢还是乌的？我要看你倒一种。你爱乌的哦？倒一种？好吧。倒一种？啥物倒一种？我讲迄个涂骹啦。涂骹。乌的哦。是有2种。乌的甲白的啊。那伊乌的是外国。哦，你想要看啊？外国，对啊。橡树啊，我头拄仔嘛是咧想橡树啊，但是因想要乌的啊。对。哦。红树乌大斑啦。
无啊，乌的垃圾的垃圾器，伊是嘛较毋是因看袂出来讲。啦，因为基本上我根本就无看到。你咧创啊？你妈咧创？你妈食物件？走来走去是安怎？无从体啦。就看卖。哦哟，有心食卵，食卵，无，甲你等2粒卵。你啥物时阵爱用迄个鸡卵糕出来？鸡卵糕咱欠迄个牛奶。糖，搁牛奶对，搁牛你有种甘蔗安尼有糖？我有种甘蔗。欠牛尔啦，顶摆明明都有牛，互你食去啊。哦，但有心哦。迄是因为迄阵真正都欠食的物件。好，先安尼话。好，敢要我先发迄个，等互你。发材料。来，稍等我者。好无？袂赴啊！就先敢换衫。你甲我斗试看嘛，即个物件敢袂使用？我爱等啊哦。好，你等。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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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Ruby 讲就先敢换，无，伊是穿衫。对，伊是穿衫尔。对，你摕去啊。啊，你等互我，你搁摕去啊。是吗？最互你。啊，有啊。这是头拄是迄个啊，头拄是陈如新咧摕吧。啊，毋过这若是你要互伊的呢？这会使用啊，这看起来会使用啊。袂歹。你是爱有一个乌啊？啊，你头拄就讲你会乌啊，头拄讲用乌的啊。我无讲用乌的。你头拄就讲用，你头拄是讲用乌的啊。我讲用乌的。我一直讲啊袂看到物件，我是讲乌是偌乌。但是我想要爱，就是甜蜜蜜讲上事啊，我嘛想要爱上事啊。我是爱。好啦，已经用啊着安尼。有先会当困地啊，我会使困地啊。这是我会使困地啊，但是我咧困地啊的时阵，一定会有天火落去。哦，即马你敢想要甲我做伙困？哇！教育成团队。功诶！教育团队。我想要甲我做伙困。教育团队。做伙落地啊！啊，无啊，就是即马我另外就是恐讲吼，嘛想要。想要安怎？嘛想要就是有伊做伙落地啊，会使试看觅。安是规个涂骹拢即个色，还是？哦，毋是这，安尼。是规个涂骹拢即个色，还是我的房间即个色尔？我感觉其实会使大家拢，就是房间即个色啊。若是讲阮想要迄个，阮想要就是外口阁有迄个，我想要改迄个相思啊。我感觉相思啊较好看呢。伫咧怎困的？是全部拢爱明明问我讲要安怎困，就是安尼困啊，无是安怎困。困第二工会爆炸。就是目睭起起就会困啊。你要一架就好，还是2架拢加用好满？我头工减了啊。哦好。不要紧，非得你是你的房间吼。安尼下骹会当饲迄个宠物。会使啊。就啥物房间想要厝地毯？哦，会使。再来找样啊。你嘛要饲迄个纱布？纱布是啥？纱布就是会伫你的身躯顶，就是迄个糖糖。迄种糖对。是安怎 Ruby 要招阿酸做伙落地噶？是安怎大家是安怎就是，对啊，是安怎大家即马拢就想要去地噶？可能因为有迄个，因为有生伫咧遮是。但是我甲因讲哦，就是恁即摆若是来吼，我感觉会使hello，啊我就拜拜啊，对，大家讲知影。无啥意思。爆炸了，真正是地板，是安怎？是安怎我？今仔日去买一杯糜仔汤。糜啊？
就是啊，现在你无买温的？因为无好啉。哦，是当就吼，是来讲无好啉的物件是真正无好啉哦。对啊，竟然因为有你感觉对啊无好啉的物件。我毋知影伊敢是甲糖当做盐，哈，就是哈？甲盐当做糖，就是一啉起来足咸的。你的房间应该是长的哦，长诶，就是哦阮到即届啊，长的出去，捅出去，即地拢为遮嘛互你。困地甲靠为遮保证性，为困地哪会我遮呢，爆炸？我袂爆炸啊，我袂爆困炸啊。地甲来爆炸。我甲恁讲吼，若是讲我以后若是管地价吼，困大家伫咧地价拢爱食迄个高丽菜咖喱，对，真正。即马就是用地甲的迄落即摆我伫咧去迄个，困伫顶面，敢会爆炸？袂，应还是该袂，干那伫地甲困才会爆炸？因为讲袂啦，袂啥，哦，因为你也袂啥袂。爆炸是无？应该是敢若伫地甲困才会爆炸袂。落地甲哦，还是你咧讲啥？啊，我无啊，你无啊？啊，现在你我有，歹势，你头拄会当头到减了，较省啊，安尼冻较久啊，你试看觅。啊，但是现在我，会使，哦，住在你。呃，啊，你爱捅出去无？到底，到遮啊，到底啊，对啊到底啊，，到底底啊，对，袂蹦。嘣！喵喵！砰砰砰！喵喵！砰砰砰！喵喵！现在我头刚讲了啊，你是安怎头刚讲了？你爱你爱试顶位伊的面，边啊，就是你爱试先头拄仔甲迄落糊起伫壁顶的迄种感觉，啊，伊分顶面甲下骹，你点顶面就会当迄落啊，就会当起伫顶面。有一个美角啊，现在我大概咧用的时阵都无法度头刚讲了，啊安尼可能是天注定，好，就是一个老实的台湾人。好，对，无毋对，你讲的会使啊就是啊，是啥？我学会晓。这是啥？啥物物件？我看到一个，啊！这敢是就是我要找的物件？你要找啥？你要找啥？地甲个石头啊！这敢是？我拍落敢会出代志？啊，毋过伊敢若毋是乌的呢？啊后，但就是我哪会听无？来甲大家就是去迄个梯啊啦，哦，等下，我学，你伫创啊？啊，10点啊，是差不多啦呢。时间过足紧的吼，阮已经开超过啊，超过安尼，超过啊。无啦，到10点啦。哦对，超过3分。黄金，哈，陆心到底是伫倒位？无搁走我伫去人险。一个，就是有一个有地甲的门，啊有个扣的乌，这叫啥？乌石头？地甲门。嘿，所以等我一下哦，小等我一下哦，重要的大工程哦，啥物物件？就是我会当炸哦，我会当炸足济、会当行的物件转去，所以等我一下。我黄金的，黄金港呢？哦，然后铁腰石，哎呦，你即摆找着新的物件哦？我无知影甲，我无啊。我晓少，应该是会使。那安尼我搁等互你。哦好。阮今仔日伫咧好好起庙呢。两地尔，啊，车开工是，车刚开始就是互咱一个扑克声好无？对，好当毋对啊，当毋对。你照好哦。啊来，呵呵，来，啊，我的石箍向我。
就无，伊是安怎会学遮久啊？伊一个角爱学足久的呢。你会使用无共款迄个啊？骨啊！对啊，我已经摕选择骨啊呢。是因为伊足定的，对无？嗯。阿咪甲阮拍谱啊诶，多谢阿咪。拍谱啊！呀，感谢感谢。喂，安尼就会学足紧的，好，等我才学了。哦，没关系，房间会使啊。啊，中这是互新穿的，就即块，头前即块。咱爱用无共款的迄个插棒无？会使啊，看你爱互伊啥物款的。我先甲伊隔起来。隔起来，加好几块无损失，好，我会甲学掉。啊这嘛是，哦，这是岩浆地，这是逍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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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拄这咧，这是啥？这是安怎？我海啊，甜甜啊。但是我今仔日就是其实一直差不多安尼啊。无咱就是差不多先到遮嘛会使。对啊，今仔日就是大家爱先休困啦。休困啦。休了后，才会关下旁边录。你爱关啥？你爱互我一个 kiss 哦。哈？安尼。哈？完全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无要紧，你有介意就好，迄恁兜。不用爱创啥，不用爱互我一个 kiss 哦。我头拄摸的时阵，就有人摕啊，搁入来。好啦，今仔日应该差不多就安尼吼。就今仔日有去差不多啊，对。不用互我揪呢。哎呦。哦，咱来点名哦。好，点名。伊记到啥 ？Karen 阿曼、阿明阿曼、美容阿曼、梁婉阿曼、阿苏阿曼、田冰冰阿曼、田慧阿曼，啊个够像，来。我看卖我才有像哦。林伟阿曼，够像。阿酸阿曼，Ruby 阿曼。游戏暗暗，游戏嘛，互我一个揪。再会，大家再会。李阿曼，YU 阿曼，阿酸阿曼，咪暗暗，夏夜暗暗，天辉暗暗，Bruce 阿曼，欢迎来。你敢是即个频道的初见？是哦，初见平安，初见阿曼。大家拜拜。我敢会当加。Catherine 暗暗。伊个第二阿曼，你会使加开哦。你爱讲哦。我敢会当加学到10点半即种。会使啊，会使啊，但是我等下去巡逻啊。恁先去无用，我 Karen 阿曼，阿叔重要的材料。大家晚。你啊暗。好。来，我继续学。拜拜。会使继续去看拜鲁星。拜拜冠会使去看鲁星啦。去看鲁星表演。好，大家再会。拜拜。辛苦啊！好啊，大家辛苦啊。辛苦啊 ，Discord 还袂乖哦。